加粒吞嚟曉去，經下粒唔知道咪話日下粒都未吞，日下粒未吞啊？嚇！呢啲切家切殺到，唔係本人講，切家切冇講嘢啦呢啲啊，冇講嘢嗰陣時前後笑呵，哇笑就哈哈咁咯，攞幾啱尖用去啦。啲啊嗌緊呢講啊，嗌猛事啊，呢啲啊猛事啊，見下嚇你本人家咪到咧，看你用本錢話，看你窒跳網，嗌講啊，不係很前夫之喎，你講嘢是冇謂話呢啲啊，嚇。像我講你是全部招嘅話，因為呢片花姐女的你哪啱命啊？呢片花姐女哪啱命？你很個香啊！騙女最突然驚啊！你啲朋友講騙人嘅女啊，最突然驚啊！加隨對睇啊！聽緊喐妹啊，騙花姐女加隨對睇噶，含到佢啊天冇安人啊！你啲佢安人啊！冇按中啊！我跟你講啦，台灣กับ香港呀，有問題啊！我跟你講生啲威那朋友家，台灣กับ香港係要生啲嘢，要幫白要呢呀，跟台灣係生過來香港係充公啊，唔係本嘅過干啊！你尤其是你喐咪騙花仔女啊，你忙啲事啊，係我กับ香港政府講嘅事啊，我跟你講，特別嘅目的係撩人來朋友家，萬一喐熱啊，叫啲話。個目的嚟撩起來啊！台灣กับ香港是有集問題喺度啊！呢啲啊，尤其是你台灣人啦，你騙香港人嘅女啦，你喊個提取啊，喊到嗌晚要去到計跌嘅位置啊！呢啲啊，台灣กับ香港是有集問題嘅呢啲啊，喊冇嗌唔會講啊！呢政府嘅東西嗌唔會講啊！呢啲啊，加上你騙香港啊仔女人減，你台灣人騙香港啊仔女人減啊！台灣กับ香港是有集問題嘅，你看台灣嘅新聞香港唔會報噶，咁有啥講啦？喊到我唔會講啊，我點新聞都標定啦。台灣กับ香港是有集問題嘅，係咪自己咧人面咧冇好講啊？而家政府先啲啊，所以我先講話，你騙香港啊，即係你喐埋你台灣係跟你屬於台灣人間，你是咩屬於人民人話呢啲啊？你是屬於台灣人啊話？因為你台灣黑嘅話，你落地生根嘅話，呢啲你香港人講落地生根，你台灣人呀，係講嗌為滅出生社嚟講咧，朋友家啦，你是屬於台灣人啊，因為你咧台灣黑嘅話，你台灣定居嘅呢啲你尤其是你騙嘅花仔女香港啊，嗌多晒都係香港人啊，呢啲花仔都係原叫香港人啊，你騙嘅女家是啱提出嘅，你咧係講嗌愛乜嘢啊，你肯事啊，你冇解又夾過呢兩姊妹啊，冇騙你嚟真影血啊，台灣係政府กับ香港政府是有集問題嘅呢啲尤其是咧你騙到香港啊仔女咧，很個問題很個題啊。係講嗌乜嘢意思啊？我跟你講啊，你從嗌到啥是叫人面啊咧？人面咧，近有啥內幫咧，見冇政府先唔會做住你話。你假如講騙賊樣咧，如果嗌講台灣人騙香港啊仔女咧，假是要集除啊呢啲你冇晒咯，你兩姊妹按殺開騙人嚟再用時間度甩計度嘛，你萬嘢嚟提紙幣啊，喐咪，你萬嘢提我白空啊。你冇先滅啱苗下了為乜嘢？你滅嗌啊啦，別晒講是非咧，嗌都未隨你啊！哇，佢甩落嗌電子啊，往擺到跟商家電子嘅粒咧，前喺度收嗌收辣，叫人嗌唔啲話。嗌講買竹筍炒白先係咪影響你兩姊妹啊？你兩姊妹做東西幾多特嬲你講？啱苗下了講買豬排先炒竹筍啊，買竹筍炒豬排先咪炒你咩？炒你兩姊妹咩？你話你兩姊妹安煎啊？台灣安啥你啥到你安煎咩？你兩姊妹咩？扮到將我作衫作到乜冷，你是啥到你咧曉啊？你作衫作用hin作到用hin咯，計到尿嗬，你冚家中意啊？你冚家正常，你看你兩姊妹買樣啊？你咧叫曉樣啊？跟你講啦，從嗌到啥是搞笑啊？呢啲有分別噶，自己做人正常唔明樣啊！你咧識唔正常嘅人啊？你兩姊妹根本就做曉樣出來啊！曉馬碌樣啊！你曉馬碌啊！佢騙花姐你行開過咧，人家上前嘛對話，
你啊，阿三姨在做你嘛嘅唔上班，阿三姨咪落30啊，你有啲話，你有啲話，你冇見得到啱苗下兩陣印尼咪嗌你咪生，嗌是香港人啊話，你嗌是咩印尼人啊，你係分面啦了，就算你嗌咪陣印尼你咪到嗌啊，香港政府係冇變過你啊，咁你講啦，你實到嗌印尼人啊，啊？既然我是屬於香港人咯，你啲啊，我身份證都係香港人咯話，你亦唔可以你話說，既然乜計到唔係呢係定係盡現人又係啊，你定係盡現你不如嚟香港，係啊，設間唔錯話係講一向威，設間唔錯話咧，設間冇講向威嘅話，嗌咪講啊，你冇咪嗌我又不明明然啊，家千萬人你咪睇翻嗌前多朋友家都吹睇翻吃啊。我前多朋友家咧，切嚟朋友冇像你啊，冇像你兩姊妹嘅用勤啊。嘿，朋友家，我朋友前多睇翻起嚟，要夾只開印尼店咪別晒都講係打電話，阿妹咪突然嬲啦，竟然啊，阿妹咪像你兩姊妹用嘅用勤啊，你阿妹咪像你兩姊妹，看你兩姊妹用喺度笑死一樣，尤其只你起碼做嘅勞工時刻啊。你因忙啊冇老公又係即係只幣可以甩埋你用嘅朋友家，啊每日分鋪你俄幣都肯定會開嘅，尤其是而家羅妹人傑人傑而家最需要嘅啊，你係最需要諗住人，如果佢唔需要咧，佢咪得人用啊，你看佢別生咧，佢用嘅拳都做到幾多檔嚇，假使曉啊呢啲啊，係佢係老師人佢未用着衫褲㗎。從我是人我出發前咧，我到年啲老師講，我人咧就按咪啊按簡單嘅人啊，我人啊你啲朋友講，喊到我人咧就做到古靈精怪，啲啊咩到嘅古怪怪，咁我人你啲啊，特別要當人時間呢，其實見到到時間，假設唔知你嘛，你又假設唔知你咯。人家查半日間，我咪笑死係啦，驚咪驚繼續款啊啲啊，佢到納額上啊，佢納額上間啊，我查半日我咪將先納嘅上啊，哇佢甩人嚟叫如果講我印度嘅話，我咪上唔好用睇你去，佢要甩人嚟講我印度嘅話，我用嘅上啊，含叫門我係納嘅上啊，騙人嚟冇啊，係講一上一條騙到人嚟，你單晒去騙咯。係啊，應時間就有咯，有，你都晒幕嗌啲啊，你都晒千祈莫幕啊，幕叫揀你講切講得啊，暗中揀你講女啊，揀你頭女啊，你啲啊，你幕期間佢當咪為佢有錢時咪含你都晒幕嘅啦，嘅意思你幕嘅咧，佢有機會又揀你頭女啊，見有講本你睇緊冇機會揀你頭女。因為按得中影看到啊呢啲啊，後期有啊嚇，佢有嚟準時啊嚇，按你得實熒幕嗌間，佢含你熒幕期間，佢咪按鐘啦，有機會又揀你頭女啦，你大田叫佢咪講啊，佢冇咧冇間了，佢妹子又冇咧冇間，你一手頭邊樣講咪吹過半啲咯，嗰時叫有機會話，有機會揀你一手頭女你啊，事實朋友間係講下啱事前出啊講冇啲，朋友間嗌事出啊嗌安下事啲啊。是出得去。你等下啲朋友嗌屙屎啊去。我挺煩嘅，老師。
Hello， 你好嗎？我講咪嚇，我講吉退班係梁姊妹朋友㗎。今日俾我上我項目股前行啊朋友。我老實講啊，項目股行因為咧，自家愛啲持重啊，自家梁姊妹咧，唔係按好咧，而冇那啱苗下另外上啊。我小哩啊，你我上我一上我都很小哩啊，喊到冇人家講冇格實啦，你咪到我啊。你愛分面啊，你啊台灣人喐埋嚟企你탕定啊，你啲啊唔生愛心目中咧，你咪按正常嘅嘢啦。啲啊愛咪一上咧愛都冇格實啦，因為你咪到我啊。你啲啊係講愛嘛，你咧你咪到我間，你講愛不辦，你講愛間前後愛喂，從畢業幾耐愛冇咧一上間埋晒啲愛嘛埋晒，你分面啊。但係你咪啱上你咪嗌到咪啦，啊！意思嗌嘛你嘛就嚟入去冇本結數，係啊冇數樣下，但邊你嘛嗌家仲要出嚟滿意話，喂，你兩姊妹嘛今日下窿到咪？近日不人見啦，哦見嘛嗌哦，嗌嘛就嚟人樣啊，啊說咩樣講啊？你不人意啲啊？因為你先咪當嗌啊，你含人道點識嗌強迫你係破壞嗌冇，啊？你係破壞我先冇啊！我又冇乜同意嘛嘅，長期人我講河北先籌足船啊！你使咪按實啦？啊！你們家仲嘢，你兩姊妹講啊，喂，你係因係冇啦？啊！所以呢一嗌咪你係要責原因喺度，但邊你咪嗌嘅原因嘛計啦？啊！意思嗌嘛你嘛就那樣係啊！你冇乜你家嘛你就咪啦？但係嗌咧，別晒嗌嘛，嗌就嗌開罪嘛你咧，嗌冇嗱一上出嚟從堅行嗌嘛你又開嗌冇嗱一上埋晒啲嗌埋晒。我而家係嗱一上，我特別二萬嘅，你嗱一上呢啲啊，我項目股行啊，呢啲啊，你咪我間我是要6起來吧，啲啊家下呢要啲事吧，啲啊特別我咪265盤，你仲要6起嘅5盤，啲啊特別我要6起，啊我先問你話，你冇先咪我就揾咪啊，啊你冇得當我萬二號，你到買咗嚟冇用，啲啊出家講嘅呢句啊，你冇咪我冇可能我咪噶。台灣人你咪台灣人你咪嗌為多朋友交換晒啊！嗱，我冇可能嗌為講無啦啦作你兩姊妹嘛，兩姊妹嚟嘛。呢啲啊，基本擺到經商家提點資粒咧，叫到啱嗌你話，呢啲叫小嗌嗌噶啊，根本亦嗌係嗌冇。我出辦空辦店嘛，呢啲啊看你兩班錢啦，即看你兩班啦，看你按錢你兩班錢啦。你冇得你台灣喺度前向前背嗬。真正日本人家香港嘅人咪少你啊，跟你講啦，真芝麻你兩姊妹，你又唔好買一沙雞了按啥啊？你又沙雞婆，做嘅沙雞做到咪好看你啲樣看啊？喂，炒杯油咧，你就阿罐啊，你叫用啊上啊，你啲啊炒杯油間叫用啊上間，你炒杯油你就咪生阿罐嘅，咪講嘅名好朋友家好，其實嗱啊上啊你啲啊，佢炒杯油喺邊你看啊，佢炒杯油嗱啊上啊，已經上上你看見嗱啊上間。過年嗌牙，佢炒杯人嗱上嗱你裝上做嘅阿罐啊，呢啲啊，佢炒杯人嗱你裝上係做嘅阿罐啊。過年嗌看見嗱上間啊，嗌啲工作啊咪嗱上以前見咩嗌朋友噶，一些叫到頭呢頭5度啊，你白眼描下2半女啊，白5度人見咩上係啊佢炒杯熱是嗱你裝上做嘅阿罐啊，呢啲啊，嗌要人氣朋友嗌要目的啊，佢炒杯熱嗱你裝上係做嘅阿罐啊，呢啲啊。見嗱上做阿罐間，嗌啲工作啊咪嗱上啊做啲阿罐啊，佢講西嗌就嗌嗱上話要人道嘅話要騙出到嗱上啊，啊，像一間樣係時路上肯騙到人哋女騙到咯，嗌碌到你嗱上咧，你愛騙人哋女嗌到相信，你話佢炒杯人嗱你將上係做阿罐啊，你咪殺阿罐，你看嗌數落嚟，你看啲朋友家，你一些叫嗌苗下量五條半幾女又話咧5條半幾女又咧叫老人家講嘅心唔順冷啊！呢啲啊，你係殺阿罐，啊你咪殺阿罐，炒杯油其實用你裝上啊，佢嗱佢問係咯，佢嗌看佢用你裝上間，頭先嗌咪不如看佢裝上間，嗌看落佢用上間，啊過嚟嗌就用上啊，嗌用上嗌不如看呀，嗌人講喂咧朋友家要熱要熱嘅，嗌冇話，人家講打橫打掂下，
我冇打橫打掂咪啱講咪要熱要熱嘅呀，但係我要耐長氣，朋友我不如看啦，我要嘅目的嘅去，幾粒人嚟講我印度嘅話用嘅上啊，呢人用嘅時羅上出名咯呢，全世界都點煙咯，偏偏柒柒啊，到我苗下兩用一上你都香了啊。你啲香港嘅印度你真裝係你啊，你班親人嗌人印度咧喺度布置嗌，滅嗌看嗌別驚我啊！你看啦，差不多啦，朋友間嗌要目的人氣啊啦，你要看到啱上啊，佢用啱上間就算佢冇吃咯，佢看嗌用啱上佢人想冇吃啦，佢少喳喳講嗌印度佢用啱上啊！你看到朋友咧，你差不多用啱上，你看下你係咪30罐咪頭先嗌人嚟幫你看啊？我要人氣，我見下我前之後因為咧，自家搬進嚟嚟按多咧，自家要熱習準備你啲朋友家你看到嗱，你差不多識用你張相做幾廿罐啊？用你張相間你看到你係咪晒命？你看到你係咪晒命？你係咪晒命？我條突線有晒條突間我碰齊邊你看你係咪晒命？朋友間你看你習命係晒你看嘅我人睇邊你看你係咪晒命？佢差不多就用你張相過嚟咧，我看佢用相間，你咪啲啱描下兩錢多罐間，但係我用嘅相間，我唔係用正式罐，我叻咪咧，我唔係，我唔會用做下，我係講我用單嚟嘅相咯即係別意講我描晒到半幾女，我用嘅相一件唔會話我間，你等下咧，我咪有我本意看我係雜罐，我用嘅相嘅咧。我看錢當冇咧朋友家，因為我錢多罐我啲用品錢嘛，我本來就錢多罐，特別我冇用了加罐呢啲因為我冇用了我冇用間我別晒上下要雙面嚟叻啲我要雙面嚟叻，用去嗱啲上下雙叻，上下啲到嗱嚟看見間叻用下啲，特別我冇用，嗰隻罐我冇用，哇佢超周算叻人嚟叫我印度見嗱嘅相你冇先拿我上被拿一上，你玻璃先見所以咪就係我都講話我現咧你冇滅我咧，我唔可能滅你我現咧你冇先滅我咧，我唔可能我滅你就話佢超叻人嚟講我描下兩印度見拿嘅相你拿我上你又唔會夾硬講你印度嘅咪有事係啲唔好啦，最後自己做人咧做要虧你睇出自己唔係滅人家都冇滅自己冇滅人嗰陣時咧就要錢要頭要話當我硬人我炸硬俾你看我描下兩樣不未硬人我未夾你講嚟幫我吐到佢上大學了係硬人嘅細貨為上我吐我大學咩？你話香港圖書館簡單細貨圖書館簡單你啥度跟住我隔離欠錢都同我電子碼了我洗埋幾天嚟洗了見下你可能我係電子碼我現啲朋友間我跟你講啦，我現啲古怪呢啲你行時我正經都跟你正經，我都跟你講我現度樣我廿罐銀錢嗬，你等下你咧看錢到嘛都唔知表又會銀錢我確安仲係你摘咯又唔係喎。結果我用嘅時候我簽下先啲又會接係我本來係用嘅時候，但係我呢啲係用嘅加埋上跟落係片質嘅最摸過嚟係要人家不嘅做病狀呢啲作家每自然嚟自然作橋呢我識用嘅兩張相叫我印度嘅話你識博我印度語因為我印度語間應時做我為記呢本意識用你喺你等啲慢慢等你兩三電子嘛電子個本人家玩都唔知啲本人家玩你都唔知唔係收病印度嘢呢樣嘢我咩講你將係翹錢拜款一老婆冇就本人笑你啲啱描下兩正故嚟但是香港人講正故我當咪為樣嘢我木卡我老公嚟自間河家田樣嘢咧電子個係冇嗱朋友間又班講都講唔通係冇意啲香港人係冇計香港人講冇計你仲要講吉最生你個檔要講乜嘢仲要講緊唔會開唔會痛嘅東西係我唔會開唔會痛要講乜嘅要咪所謂
但係一朋友我切唔到嘅種時，按照我按扎下俾咯。係啊，香港人講玩你啊，談食玩你啊。你做完了，自家做完了朋友家，自家腳踏實地啊！你是啊腳了踏實個地下，自家了唔毛，自家有家庭了唔毛成講人唔毛，人咪買朋友啱香港嘅家庭更好啊！自家兩隻嚟隻老公好啊！人一揭出過，人家講你識包印度米撈飯啊！人。冇啦，你博我本意女我到時，你有特別我影響我，老實講啊，我隔年冇錢冇錢啦。你看家花姐都好啊，你講花姐隔年頭就跟你下講啊，本意女都冇本意咁樣講。事實我問花姐講唔咩啊？你啲花姐講唔咩啊？你因為你含住買水買飯間，嘅意思隔年頭平女啊，跟住跟你啊係愛買要咪基本意啊？我問花姐都係用恩愛喎。特別而家你咧人嚟講解計條平落肉毒，你嗌佢唔要談話，你講係咪跟唔相同爭啱人啊？你啲啊，你講花姐攞你頭嚟嘅，你我下講係本意女用一條路五毛咧話，講呢條路五毛咧話花姐講係見你本意冇幾間，以前出幾間，啊你講買一命三間講本女又冇半間，而家樣講，事實係問花姐又未樣講啊，叫苗下兩佢講係本佢呢度買，佢講啊。佢係咪自己買水買飯點大田咧？係咪自己交乾嘅飯嘅水？叫我咪自己投嚟緊領咯，意思投平來啊，平容易歡連啦。啊係講我買花姐跟佢做工，佢點係佢買水買飯啊？花姐講門嘅嚟緊領係幾多？用係自己投平來嘅呢啲啊朋友間。意思日本我一嚟緊領，硬係講我自己買水買飯間，硬係做大田本記女本記人樣啊。過嚟記甩嚟你買花姐講呢記得啦，講爸爸。本佢講咪啊爸爸要檢花仔女嘅啲啦，講佢咪托銀本，家佢講存多錢多係為咗錢附件，講家冇份特資人佢自己裝落去講，嗰些唔正常嘅然後係冇嗱，佢自己裝咪講落去啊。你有啥限說冇困眼叻喎，朋友家尤其是有啥做事啦，你冇困眼叻喎，家日本一條街萬嘢呢啲啊，眼叻講限威叻啊，啲朋友家要困要人困冇人困都冇相干啊，我講限威啊，我講家咪有家電子啊，家花姐攞嘅頭嚟嘅你啊，計原因咧，事實計條平啲，佢咪本人家落油毒下，佢講花姐冇講下講，本幾女用啊，講一條六五毛啊，叫看佢安菜過啊，嘛大家佢講係乜嘢？佢講係乜嘢啊？個年我時佢講係乜嘢？我請父我記錄老師啊，因為我看佢對頭花姐講係乜望呢啲啊，我前行佢講係乜？我生行我先去裝佢講，看佢講乜計呢啲啊，因為佢講乜講啱妹啊呢啲啊，講佢啱當然錫佢愛見用啊，本幾女用啊，啊世界上有一硬嘅咩？啊，你個每隻人唱啱描下了啊，可以拿女嚟教人嚟先嘛？我是係哦，我然係哦，你多晒了，我跟你講係講我真本意啦，我都冇講教你嘅。朋友間我成軍本意啦，我冇教你嘅，但邊你愛記得啦了，但你開咗兩年頭咧，家都多數都教你先噶啦，就我是教嘅先嘛，你了跟你講唔怕喎。啲朋友間，所以幾多咪為下講喺愛度見人度見咧，因為基本係舊落係嘅。要冇可能啊！我香港嘅家庭銀行嘅愛嘢咧，用係你識包印度米攞飯嚟，沒有買西，沒有熱條仔調子樣係啊，意思係咪用啊？係你按強調先，你咪搞個家庭芝麻路，我講叫你啦。係你按強調，你按當然愛咧，你咪搞個蘿蔔尾路，盧子曲路。跟意思冇人愛了，你求其拉到熱債嘢，人家講好過冇啊！你話人家講好冇啊？你嗌到我講到衰嘅話，我朋友嗌唔講就唔講，嗌講事情衰啦呢啲啊，啱確唔顯然嚟威哦。
係冇人家講啲杯上行嘅，係那撩起先滾度啊！啲唔會講嘅啊，下講嘅按小聲，按當然愛啊！轉嚟家叫媽看到係咪就夾條街哦？人家又被跳講啲跳又被過去啊！係一老婆先愛你啊！你看一計版面嚇死你啦，係啊！我冇看到要按這你裏面啊！你看嘅上家我不你看啦，我只人我要夾裝嘅上我被消失啲啊！轉裝講我唔識看到要按這你啦，朋友間。尤其是啲人喺香港，喺呢家香港人扎小聲行出嚟咧，攞條街點樣啊？你啲啊跟人家講拍冷，自家看緊啲人咧，你看嚟跟人咧，你未專人走去。我冇做全冇嗌趁尖嘛去趁唔到啊！我嚟咧佢前輩啊，買條褲本佢先啦，爆睇爆下去啊！要晒人話，因為嘅提別啱提啊，我嚟呢啲啊，嘅提別前提咧，嘅褲先買到啊！見啲人品粗啊，啲爆胎啊，我自己練係嘅啊。特別唔係橋褲啊，朋友橋褲現在唔會了。個先生啊，買到做2年字啊。你啲啊，佢按提啊，一提別啊，嚟自佢提啊，一提別啊，搵30提別啊，嘅提別啊，係講你那嚟用喺那邊品哦，那嚟量下搵30啊，嘅提別以上啊，佢做42號褲睇為啱提嚟啊，我出唔落添，交嚟先。我冇做全夢啊，出唔落啊！我係啱嚟出，我知冇出唔落，朋友嗌我冇做夢啊！我知問出唔落去，佢啊風扇按燒咁我哋嚇，佢講未有？事實我慢慢講嘅，朋友家講前叫啊，我咧用係攞人家一條故事啊，用呢啲啊，先講家咪個台灣嘅梁姊妹啊，你個提面聲啊，臉青下個臉紅嬌啊，嗬，係啊，個台灣嘅就啊梁姊妹啊，唱個提面聲呢啲啊，譬如曬佢日下出廠嚇，呢件你講係咪嚇？日下出廠咧，你係佢着衫褲着到啦，個提面聲啊，台灣嘅提面聲啊呢啲啊，台灣嘅臉紅嬌。隔臉青下啊，最苦嘅話，個梁澤話，我就啲啊，呢個面身嘅名咧，個梁澤都叫最苦嘅，按橋面身間，因為佢梁姊妹41唔係細了啊，嘅羅妹都要成40啷歲啊，我小腰啊，40月2腰啊，嘅羅妹啊，呢啲啊，嘅這是50啷歲啊啦，啲啊50啷歲啊，係冇記咧記，劉斌講學記着衫褲打扮啊，啲啊，看到咯，個40啷歲，有40幾是50啷歲呢啲啊，嚇。自家唔會講，自家愛講嘢啦，朋友，你又係咪講嘢？我韓國唔會咯。你啲啊，你係咪用喺無情樣講嘢？我都唔會啊。我老師講嘢講，家車家又喐啊，未喐啊，你講嘢同埋啊，因為見先人講嘢話，幫拜到經紀商家咪有個啥家電子咧叫做咩嘢話？你用佢講咩？佢啥度？佢要到正上，佢講佢老公佢到地話，你唔可以樣講嘅咩？啊！你老公因到底，佢肯講咧叫加埋晒，佢講啊，唔係講嘅名啊，朋友講唔係講你嘅名就唔係，加埋晒叫熱可以粒10年8年，佢講啊，叫佢時做社啊，叫啊熱粒10年8年叫到買你3金人嘅啊，佢講出人樣係咪得話你唔可以講喺度咪難嘅乜嘢佢講人樣講了，咪都人家按響講佢時做社啊，熱粒10年8年2班啊，叫有3金人嘅啊，樣講咧咪使講咧，先喐咪講咪話，你話過嚟叫老公佢到地咧話，老公啊到地啊，根本日啊無羅結係了啊，你睇下既然係細幾人家結無意思，佢開咗無結咯，特別樣講啦，朋友佢開都唔要叫啊，因為你東西咧熱10爆到撈人頭女啊，本佢頭就就超話跟人難呢啲啊。所以人咧冇朋友咧，都係個女嘅問題啊！你見你夾人頭，一係本人驚啊！我老實講係自家冇自家做朋友啦，啲朋友間老實講咧係自家做朋友嚇。你見你下夾人頭女之後女啦，迷晒都係驚嘢啊！嗌咩講快幾個朋友間，你睇你就這樣品講幾啊？你咩嗌講幾啊？嗌要依個目的間，所以嘅講到女朋友間，千切都冇面病啊，千切都冇學做朋友啊！你講啦，你唔係講埋晒，呢阿姐係埋晒喺度啲人你睇落你所以我講乜唔係騙人，你睇下邊你睇啦。家阿姐咩講佢講下攞佢咪有寄信大田攞去頭呢間，家阿姐今下咪幫係幾下，
冇那兩班人啊朋友間，佢本月拎間啊，佢又拎大田寄線攞幾頭啊？你曉冇啊？你就沒愛講句吧？你等下讓我看個錢講，其實我哋啊講錢難錢嘅東西，我用我計價先，等下呀，我計價個幾錢啊？加東西差唔多。你嗰啲唔使理啦，差唔多嚇。我越摘你講呀，朋友間啱又係兩億就按行去。嗱，你看我俩朋友，你看下俩靠盤腳要看到啊俩，你看啱又係兩億都行啦俩靠盤腳要看到啊。佢講我話，見你看幾位人打你啱生社會，佢講我腳咪有腳，我腳要痛又平話冇係話，朋友間。上啱又下路最健康路嗌，乜嘅平同冇啊？嗌緊有啥講啊？嗌有啲傷風都很冇啊，傷風啊！人家別晒傷風，按平常咧嗌連傷風都很冇啊！佢講我腳冇啊，要痛又平話嚇。我跟你講啦，你關心我咧，你關心一不看人個樣啊，一直都話那關心下佢啊。啊，一直啊中風啊，你關心佢啊，喊佢食咗，喊佢洗燒水啊，唔好洗冷水啊，佢洗冷水咧，cái血管啊咧未更加縮啊。你啲佢要平啊，人啲朋友家自家講咪有講真實嚟幫人啲佢要平啲，要平啊！人啲朋友家自家洗兩間係用燒水嚟洗啊！呢啲啊，佢因為佢要平啊，你用燒水洗兩間，佢咪有嘅血管啊咧，佢咪脹大啊！係你用凍水洗啦，嘅血管咧要收縮啊！呢啲啊，像嘅這樣係冇好講啊！朋友係講佢香港啦，嘅這啦樣放地用啊，嘅政府對佢咪好啊！我跟你講啊。要人家服侍佢噶，像嘅前唔係嘅人咧，香港政府咧未服侍佢啊，未長遠咧嚟按中佢噶。但係呢幾係老人家啊，呢啲啊，香港嘅政府好多信用啊，呢啲香港嘅政府好多咪啲急不平人咧，佢全行照顧啊。像嘅這樣別嘅這咧係講香港喺度咧朋友家，佢係老人家啦，老人家咧三餐，要人家做份本嘅識自己洗衫褲，過嚟咧佢洗兩要人自己洗，香港政府好多信用係嘛？我跟你講啊，係講嘅這香港喺度為強啊，為安樂嘅啊，嘅社服唔係幾間，嘅社服唔係幾間，嘅這計社服唔係嘅這間，睇落幾黑間，冇講聽幾黑格幾強黑。啲冇講聽嘅係隔幾強啊，係樣啊。譬如嘅仔今下咧係講香港喺度咧，嘅仔會安樂嘅啊。而家佢係老年人啊，呢啲啊，佢老年人咧，個老年咪個政府咧，佢要人家長嘅自己做份本嘅事，自己洗衫，要人自己洗涼啊。呢時候係好啊，香港嘅地方好多新樣啊，呢啲啊。我上去簽牙係我上去簽牙計隻牙管啊，講我用得上啊。佢就算甩人來啊，哇！甩牙上用得先描下兩牙管啊，佢講我按多牙管啊，我用得上啊。你冇先用得上啊，咪用得上，你話你按香啊，用得上啊，你真正唔啲小利啊。我可能一面我咪嚇死一啲啊，冚到你用得上咧，加埋晒筆記。講每自然諗自然作橋嚟文章嘅我識用家兩張相嘛，過嚟限要加羅係片密嘅面要字幕嘅啫加羅係片密幾間所以我識用家兩張相啊，因為你用相先你冇撇冇喺度講切講筆為少啲嘛，我要拎出去啦，朋友你慢慢看我粒我冇錯噶嚇，咩你先歷嗌到盡就講我印度語，你博士我印度語你冇博一抗我印度語
你分鋪自誤啊，你全部公愛做啊，唔係點樣説家冇人冇食嘅東西啊，成日講印度人，你意思係印度人唔是做係本意識樣嘢，唔啲少呢嚇，我切唔講係雜管到咪好，我全部係剝核咯，切唔到呵，我用嘅上啊，先切唔切唔到嘅，啊，過嚟家咪吉台灣人喐咪啊！佢炒杯人嗌罵幾間叫罵盡啦，要甩啱上啊！呢兩姊妹咧，嗌近依講啊，啱上本然甩到下，嗌朝喺前唔做得啊，熱先唔做得啊！呢兩姊妹咧，戰作唔啲少呢嘢，你甩啱上咪咪，嗌問嘢，你講嗌到咪，嗌要咪後邊你講，你咩知啊？你嗌講亦基本嘢就手手甩甩啊，嗌講你應該啊，家幫弊咧嗌講俄白先炒作順，啲兩姊妹睇不論實安全死你話，梗係你嗌先啊，你們家中意嗌其實咩到嘢？啊！我其實一個你啊，你識白嗰度你嗌啊，你又叫啊，根本熱咧，你拿啱命嚟騙你嚟女啊，我應該失你啊，應該叻人一上去賣你啊，你賣嗌買啊！呢兩姊妹喺度叻啱上賣嗌買，你講嗌買啊？唔係少呢人呢兩姊妹啊嚇，睇乜按實槍上加亂鳳嬌啊，張小娟嚇，攞個提面身用嗱嚇。呢啲啊，香港啊，政府及台灣政府啫，唔係人唔中啊，反而唔係講唔係人傻白啊，呢啲啊，尤其是呢喐咪騙香港啊，仔女啊，一隨前睇啊，隔呢講唔怕啊，呢講香港嘅暴力事都你台灣係啦，你台灣嚟計，你屬於香港人講，你是台灣嘅居民啊，呢啲啊，你是屬於台灣人啊，你唔係香港政府嘅命啊。你嗌咩喊你嚟香港啊？因為你嚟香港最強啦，我跟你講 very good 啊！你嚟香港啊！我問家香港嘅政府要麼你台灣嘅人啊，你講家香港嘅政府，家人嘅政府邦交啊，要麼有人有生什麼啊？哇！你拿呢啲東西嚟騙牙花仔女，你兩手都睇淡喎嗬！見嗱見客你甩人家上去嘛，我佢錢你用翻錢話，哇！你都睇淡喎，你騙花仔女，你已經你騙出咧，你都全提除了，你唔是講拿啱命咧，你淨係你騙牙花仔女啊咧，你都要除了啊！你啊加上你肯拿到啱命啊，肯講搭啊香港嘅暴力事咧話，你戰爭你説落家羅富嘅淡啊，我跟你講啊，喐咪你撐定啊，你罵嗌幾多都冇用，定幾冷啊！你門家仲要你罵嗌咪啊！你都唔啲少呢嘢啊，喐咪你兩姊妹啊，你啊你一面皮潘啊，你啊跟喐咪啊你。跟喐妹啊，台灣人喐妹啊，使騙你假仔女啊啦，你有啥困難啊？你花仔啊，跟喐妹嘅牙槍啊騙嘅女啊，你啊講七講八嚟騙嘅女啊，你啊你台灣啲啊，我更有啥講？你啊台灣啲啊，你看嘅台灣嘅新聞香港冇報噶，譬如講，三下我講威啲為冇影響我政府嘅東西啊。你啊，我跟你講啦，錢多嘅東西我唔會講出在啊，我唔會咩多生事啊。尤其是咧，你騙香港啊仔女啊，你喐咪你係安排抌喺直前甩啱上你兩姊妹嚇，你先一啖是安排，你是識落羅負擔啊呢啲啊。我都係香港人，你台灣人，你騙女騙香港啊仔女，今日跌裝就你肯你甩啱上去講嗌啊，啊你講嘅我為了佢嘅。你做你講嘅，你兩姊妹講嘅，俾心機講嘅，你咪晒相啦，你一木卡人嚟上，跟人基本嗌你看啦，你木卡人咧，你扯扯皮皮啦，跟人基本嗌啦，你咪晒相，有啥咪啲有啊？係啊，呢次未嗌鹹一上啊，跟人基本嗌哦，所以咧，切家最後要沙啦，啲嘈了，本人講咧，切家係點啊，再一名嘅啊，唔好再講嘢啦哇，你分別啦，你冇聲音嗌啱描下兩描起嘢啦。你冇先講啊，你冇先明嗌啦，嗌冇明意啊！你講人道你西嗌求我別係你嗌先啦，你是花姐講你自然你講你明你做嘅話，你猜嘅話，你是花姐講你話，你啊，你是花姐講你啊，你是明嗌講你話，你罵嗌你睇不論實，你罵嗌到咪嗱？我成日問你啊，你罵嗌到咪啊？嗌咩到你啊？背先啊，你講一條先講出一條先啊，嗌兩賓咩到你啊？一睇我一啲講起啊，兩班滅黨嘢啊，背滅黨嘢先啊！啊，你本來嘅人道理嘛，你破壞啊名聲啊，你講嗌求我別本嘅人道理看啊！啊，你都咪需要做到按快做嘢啦，你按快到咪一先講按快到咪啊！啊，嗌到50嘢嚟，嗌講起真係50嘢喎！係啊，有50間嘢內幫有冇人要做拼嘢，到咪以為冚家人道理唔使嗌求我別啊！你咪意思啊！啊，一嘢係你身樣係冇係冇嘢啊！係啊，係你身樣係啊！我講我白先炒竹筍啊，呢兩姊妹睇不論實西啊，你樣喺度咪啦？咁我而家本嚟我講嘅咧，到咪啦？
ngay còn cháu nhau bẹt sim ngay giúp tập một nhà miệng giúp tập một ngay còn ngay mấy chỗ sơn là cháu cái ly khi mà ở bẹt sim mà cháu cái nhục mày ở bẹt sim cái như tôi hỏi nhà ngay nhưng mà ngay tập một như lượng gì mày miệng ngay dùng mò ngay còn mấy chỗ sơn cháu chỗ mấy ở bẹt sim cháu chỗ sơn như lượng gì mày thấy bắt ông sợ tôi chỉnh xeว่ะnhư xe mà cái nè cô lý nhí còn phát chế ngay con suy kỳ hết chính phủ lao hay nhí còn hàm phát chế bột kim nhí còn cái miểu hà lượng con suy nhí phát chế nhí bột kim ngay con suy kỳ to mày nhí vậy nhí hàm cái bột kim nè nhưng mà gì xí nè nhí đi ao con phát chế yêu lưới màu lưới à nhí chi tham cái nhí nè yêu lưới cả màu lưới à nhí sợ hàm cái bột đi ao con là yêu lưới à phát chế cuốn nên nhí chút kỳ bữa nào chăng tôi hàm chăng ôn sa phiền phát chế lưới yêu chia yêu cả cái chia cái yêu cả cái thầu cái yêu liên yêu cái để cái những sự chậm mày sai ngay muốn nói ăn tao đi là tao mày nhí bị tập chuyện ngay nhí最後nhí錢chăng出嚟nè nhí粒ngay còn ngay冇用còn không lúc nào đi nhí còn ngay dịp bạc cái tình cái lăng đi nhí nhộng bánh còn ngay tôi冇kinh nhí冇thành nhí khi人來nhí來香港錢咪香港強đi nhí來香港錢咪giúp個強ngay cạnh nhí講呢一句嘛theo nhí來香港最後chỉ có 2-3日熱單衝係咪哇呢兩字咪睇翻食喺前幾度買嗌你買喺度咪呢咩嗌咩啲刀呢度嗌緊你講尤其是啲咩嗌事實是嗌冇擺落絲嘛朋友家嗌是冇擺落絲嘛嗌攞買嘢東西嗬吉最生嘅幾個度咧佢講咪定佢講緊係嗌看啲人班講話嗌買出嚟緊出家料嚟看咧見問看根本你就你講係買要實現你講係買全部講咁冇你講這樣買你啲你成日講緊惡力度惡時接嘅買你啲cái電子股打通叫人佢出嘅真時出我夾幫咧商家咧俾人記得啦，今日落肉毒落係啦，叫人佢幫到出嘅真時咧話叫嘅真時為啷佢講叫人佢每年咧都出我嘅真時佢講出我夾幫佢講你咧電子位講叫嘛講叫嘅，你按掹就係起講嘅你按聽講出嘅真時出我夾幫佢講佢商家咧話你啲佢賣沙雞間佢嘅賣嘅店咪食飯間。佢店食飯間電子度粒佢商家粒佢講你都拍沙機叫拍沙機佢幫佢你啲佢賣風頭佢看落嘅粒咧要夾白嘢咧佢跳上去間哇佢跳上去先賣嘅沙雞佢講你都看唔起佢咧話布置佢咧話佢都你有布置佢話看唔起佢話過嚟佢用佢真時按啷話佢出我夾幫佢講又計半日肯出到，咁未出我嘅真時你係你騙花仔女騙落按多呢了你未出我嘅真時係你騙拿花仔女花仔寄錢多呢盡係現你你我跟你講啦，啲係冇嗌咩踢爆你香港人講啲經常喺度踢爆你了，啲你未出嘅電子嘅真時未出我嘅真時嘅幫你啲騙花仔女騙落錢多了花仔寄女寄本拿槍啲你騙落花仔女錢多了嗱，經常喺度跟你講因為花仔叫按多呢陣係現你按啥佢陣係現你咧，咪呢啲叫班強佢陳女加水有破來咧，佢講佢陳女陳水有破來佢講呢片花仔女加花仔叫女寄人去破去加女寄人去寄人去因緣行破去呢度講呢陳女破你陳咪女
做普通啊，我跟你講啦，因為你後邊係本家普通個調到落去啊，你係蠢到了女啊，做普通最該了蠢女間，咪收女到騎開邊個調間，今日最該蠢女啊，你只擺係邊個調到爛hết啊，你係蠢到樣女啊，你花姐女啊，講10條到件係20條件係30條件係啊，今日蠢女有個水樣泡泡女嚇，你看你講係俾錢鋪對道對超啊，你騙花姐女，你拿啱命啊！你點？你拿到啱苗下兩個命嚟騙人女啊！呢度係香港啊！你台灣hết啊！你台灣啊，現你咪騙香港，現你咪女啊！你為少啲嘛？你叻啱上講你講係咪？我要咪後邊你講我冇上，我咧我佔條貼到3隻眼高咧，我上我冇後邊你講你講係咪？我佔睇話咧，朋友家我貼到3隻眼高我見上究竟呢兩字咪喺度叻啱上你講係咪講我安謝講我安謝安來樣hen，我要靠你例子要靠你老公有冇係冇嗱？家講你咪事嗱我謝我羅講你咪愛事嗱我角色同時我角色我角色如果你香港喺我台灣喺我喺你時求你10年求你啦我喺 say no 唔會咁你講啦，你唔需要向我冇問後邊你講啲你聽定好好我冇問後邊你講之後我講你未到位人家咧唔啲時候呢兩字咪根本都冇面皮嘅，你看一面皮常常加山腳有嘅咋，加行啲時候呢所以咧切家都晒隔落嘅隔落，人家今日啲嘢一樣嘅人嘛，人家講買殺到咁邊你話唔啲時候呢面皮鋪嚟人而且大家山腳有嘅就一樣殺到咁邊一面皮識隔嘅面皮樣唔啲時候呢嘢，然後人家又若無其事唔啲時候呢若無其事你冇生命啱苗下兩命你度買，我拔礦係咪？你話我拔礦嘅算堅你先都當我拔礦算堅咯，得你輪來又咧輪財來你上去講買到講買，上買到上買嗬，哇笑到哈哈個啦，幫白幾雙腳粒做2-3年前幾雙嘅電子粒驚牙齒被笑率超上佢上本花姐肯個好笑事實下俾到安撚薄邊嘢散行，因為薄嚟多呢咯，朋友家。佢講花姐講係話佢講今苗下兩槍上半片嘢佢講佢後氣補頭後氣後轉佢講拔礦佢講佢花姐面前講拔礦佢講係話花姐係話佢講今苗下兩車上半片跌人煙佢講佢後氣後轉花姐佢講叫佢咪嘅堅氣盡咯，佢用佢拔礦叫佢喐冇蝕咯，佢講你咪晒講喂你先現喐咪講花姐見你家生車皮皮溜起超梗係你先我你花姐面前講拔礦到咪嗱，我幾時拔礦一俾可能拔礦一每日冇足可能拔礦你都做自摸係講未要先蒲咧咪，你收晒係你嚟一隻或者一羅摸佢作為生食對冇你作為生食對冇你當咪花姐面前講拔礦講冇蝕咗到去煲頭又盡啦你講超喺花姐面前係講人多杯到咪嗱滿意你咁樣鋪排喺度咪嗱係你先冇哇你實到你再前聽講變嚟變去樣去咯係家花姐眼先邊易騙到喺香港冇幾多因為花姐當咪邊易騙，因為我點罵花姐幫辦自己唔好㗎我冇上到你喺背後騙嘅女講呢講家現呢個police甲香港合作技術來的話，講嘅加3月本係向加3月冇向花姐講係話本佢3月交代波3月交代波其實判事咧判要除了你做官你台灣做官台灣嘅政府你做到咩？喐冇嘢，台灣嘅政府你做到你猛講你講香港人你可以講到嚟香港你啲嘛？你按咁你講俾政府都前突然驚你啲你突然驚是未知你突然驚係你講俾唔係突然驚係知你聽定啦，你突然驚係你講俾係家花姐先係未算你過嚟花姐啲當咪唔係聽緊人話俾，因為幾日下幾女要湊花姐我問花姐佢講花姐當咪你唔係聽田話了，佢講佢大田款花姐唔係聽緊。叫花姐講你當咪唔係聽田話了，過年我未問花姐我係咧花姐你當唔係聽嘅田話，花姐你肯基本藝
花姐很基本藝啊，你們結唔會談一田法，花姐很基本藝啊，你想啊，你因為你我們嘢嚇。咁花姐咪講啊，叫我咪問佢我花姐係咧，我呢度咪唔會談一田飯啊，花姐，佢講下咪叫我幾日下大田啦，都湊嗌幾女啊，阿三埋晒隔幾頭女啦，叫到湊嗌佢講啊，啊長家啊春園灰隔幾頭唔跳間。隔咧小馬路啊咧，呢一是台灣嘅小馬路啊咧，隔春園灰咧暗間導出條熱鏈啊，條熱鏈啊朋友家暗間嘈出啦，到隔幾頭女啊頭唔跳啊呢啲啊，幾到隔翻冚花姐講尺30元半啊，意思30元夾半啊，熱晒2條，你話30元咪6條啦，幾時講半5條間？啊，30元半5條兩蚊計數，花姐講嚇，花姐講按計時，花姐現都按闊羅啊，呢啲啊闊羅呢啲曬講咪好，意思唔係孤寒啊，唔係冚實啊，呢啲啊朋友家，花姐亦唔係冚實啊，而家花姐講30元幾車位話，幾攰頭車位咧，加春園飛攞幾頭女，幾到湊花姐話，湊花姐湊金妹姐，妹姐係曬咧羅幣多嘅雙元啊姐啊，一係台灣吃啊呢啲啊。幾度悶話，幾講咪有幾講咪好事實嗌啫，朋友家幾講啊，不嗌全落二啊，因為咧按嗌不咧，自家先係敗落二空，所以呢啱嗌人用咧賠出嚟嗌小賠噶，啲啊生下別啊生下東西反而嗌賠唔出，啲東西嗌賠出啊，嗌賠是賠又腰啊，朋友嗌説咩講作得落血咩話，嗌就幾講出嚟，不講出邊二趟啊，花仔哭嗌趟啊，不嗌講邊二趟，因為呢東西咧按深刻啊，呢趟説啊朋友，意思落二啊咧按容易記啊。因為佢騙出嘅東西，自家最後啦，記起嘅人呀，話本現行，你分破現經驗係咪現勤啊？你話何相信唔何相信啦？而且看經驗嘅勤格啊，你哋講係發出來啊！你話騙出啊，你哋騙出嘛？你哋台灣係提騙出啊！你哋你是真正嘅食人唔理骨啊！人家講食人唔理骨啊，意思食人咧冇骨啊，連個骨很食係啦，呢些叫食人唔理骨啊！你哋因為咧，佢到春園灰間暗間導出春園灰啊，朋友春園灰啊，我本意瞓嘅上啊，我講俾咧，我上一定要嘅上咧，我先後講啊，而家有晒冇講有晒要啲春園灰嚟晒間，我簽埋春園灰上先俾春園灰嚇，朋友間你等下咧，春園灰有冇有？按難簽嘅時候，別晒幾多晒錢行記嘅時候，唱緊喐妹上緊事情判緊現基本藝有咧，唔啲係嘅朋友係嚟晒基本藝啊，呢嘅嚟晒，呢嘅嚟晒，嘅高嘅樓梯上啊，壓下被變超啊，幾多晒博藝賣嘅呢啲啊，特別嘅高嘅樓梯緊價錢間冇生勢，冚落切家去麻本嘅行，啲啊，你做生勢咧下年咧切家去講演咧去上學校啊，咁冇經驗到呢，經驗到講就是啱演啊。你因啊，你喺個隔硬啊，隔你講，雙學間輪仔隔説啊，呢啲啊，啱然之後朋友間你冇明藝咧，藝唔可能明你噶，嚇？嗱，我本意看春園灰先，呢隻春園灰啊，朋友間呢隻呢隻春園灰有晒間雪嘅春園灰間，呢春園灰啊咧暗間導出嚟咧。到攞佢頭女啊，隔間喐妹頭女啊，呢個朋友間，我講嘅意思邊二堂啦。呢日春園灰啊，春園灰咧，我講春園灰故事慳個多啊，朋友間間喐妹害佢架車用晒，最欣望而家春園灰啊，喊到佢人家講佢台灣啊，春園灰冇夾實啊呢啲啊，係佢認你幾時咯？幾時咯？佢咪家春園灰落暗驚啊啲啊，幾多曉啊？家喐妹幾多曉啊？乜嘢嚇？家轉真係提曉嘢啦！春園灰，你唔要看我咧，冇朋友間你可以夾我得家春園灰嚟，佢看到我㗎，我要夾做朋友㗎，我下嚟要夾春園灰做朋友㗎，佢看到我可能咧佢下邊咧度鋪啊。因為咧，呢春園灰咧條熱鏈暗間導出單，而間殺地暗間導條熱鏈出單，幾到隔喐妹幾線啊咧，隔喐妹唔知隔幾頭定隔幾隻咧，可能隔幾頭啊，我知道唔係隔幾隻，係隔幾頭啊，呀隔喐妹頭女啊咧，幾錢都來喐妹前度女啊，春園灰錢都度見喐妹前度女啊咧，幾錢唔知嘅咩嘅把錢挑啊，啲啊。幾台灣咧，幾可能幾台灣幾十條幾前度呢間，幾錢唔知咯，喐妹嘅木卡現挑啊，嘅現料按晒嘅樓梯落妹啊，同埋嘅仔咧話挑到時下工業唔啲啊，春園灰間唔啲，呀幾層係可能喐妹台灣間，幾度咯幾隻女唔知第一隻幾頭啦，好朋友間係講嘅意思啊咧，朋友係是講意思啊咧，係猛咗講嘅點字啊咧，呢隻間春園灰幾到暗間度條熱拎出間。
佢提熱拎出聲，佢到大田本間喐妹啊嚇，佢講喐妹啫，佢講依安長本嘅五條項目，佢頭都係似到唔未生啦，唔可能佢正啦嗬，佢講按夾佢頭啦嗬，佢講依本係五條項目，佢講係去先當簽加索尼王啊，然後因為加索尼王間唔記得啦，幾年前佢咪去過先當簽索尼王，佢講租熱價咪有加私家車去嘅咧，過嚟咧村員會咧到家家喐妹頭呢間。過嚟跟喐妹咧，到夾翻姐講話，夾翻姐講間，佢夾翻姐講間，佢都講家村員會先當簽索尼王，家村員會當咪為先當簽索尼王咧，朋友嗌講一條故事俾你聽。因為佢暗跟度出單，佢到家家羅拜到要人家買份本家村人會寫到班嚟女了，班嚟女間佢到喊家己講，叫村人會你到時機啊，叫你到嚟攞減份了，佢講要人家班嚟女了，就未成日咧朋友家嗌買18份間，嗌買18份嗌班嚟女，嗌講村人會你到時機咧，你去羅拜到減份，嗌班嚟女了，咁樣啊，意思啊，朋友間你談説啊，意思啊，嗌講就意思俾你聽。過嚟村人會咪日下到時機都去羅拜多減飯啦，特別班嚟旅遊專營家己班嚟旅遊呢啲啊，你幾時來減啦？到在30包你減超啦，到冇了咁樣啊！呢啲啊朋友間，過嚟咧間村人會咪前日去羅拜多減飯咯。過嚟咧間索尼王啊咧，索尼王到家己五毛啊，佢到時候間村人會安唱劇説啊，佢講你點去羅拜多減飯，你安唱劇説樣啊。過嚟間村人會到間喐咪講啊，叫人家羅拜多索尼王咧講喺唱劇説話去羅拜多減飯説話，事實間現班嚟女了朋友，班嚟女啊長幾説啊，長間村人會説啊呢啲啊。過嚟咧，佢到間喐咪頭5條啊，唔得家己頭家己正啊，啱少未按夾家己頭啦，好朋友間好。過嚟間喐妹咧到寄線本來花姐啊，叫花姐，叫花姐，佢講啊，叫切間心沙，咪有意思幫村員會啊，呢啲啊朋友間，意思講家村員會啲啊，夾嗌頭女啊，頭5條講去先當簽家索尼王啊，用家咪有花姐講間。過嚟花姐到講腳好，講有意思冇所謂啦。佢花姐是冇白格跟喐妹做朋友，其實仲喐妹是啱好嘅朋友啊！呢啲啊，佢冇上哦，佢咁樣講教女啊，佢冇上到啊。佢花姐都當冇相干啦，嗬，又可能佢暗吹個暗跟度出啦，嗬，又冇做條路啊，嗬。花姐呢都冇所謂啦，到講好嘅有意思啊啲。到已經講兩班機講機到問喐妹兩班機花姐跟又問佢跳花姐間，我講3人半唔跳嘅夾花姐講啊，跟喐妹夾花姐講意思3人夾錢夾樣啊咪有兩班講嗬，係咪叫夾錢啊？公司啲3人公司半唔跳村人會花姐到 N 機。花姐咧到 N 家喐妹，佢講3人半唔跳用班計數嗱，花姐到用 N 嘅了，意思一人計數誒，3人半唔跳用班計啦，熱沙跳人一人計數誒，花姐咁樣講，花姐講用了，講喐妹講熱沙半2條了，3人半6條個容易計啊呢啲啊，家己就講好啊，花姐佢講到收線啦話，收線花姐先落去叫話佢花姐肯家己講冇一村人會嚟緊呢過嚟喐妹到大田到唔知。大田係基本花姐啊啲跟住近年村人會嚟近年咧到基本花姐咪落去寄女基本村人會寄2條本寄了下過嚟跟喐妹大田本花姐呢啲本講叫花姐叫我揼呢寄好冇佢講叫花姐我揼呢寄好冇叫呢揼呢寄好冇家花姐講叫呢台灣喺香港喺呢揼呢寄2本錢2本錢寄台灣女婿香港女睇花姐跟用 N 記係叫家台灣女按細嚟香港呢個題叫家下啲2本問藝嗱花姐 N 幾間咪生啦朋友間而家講10幾間或者要辦啊你自己屬於自己正啦嗬我自己正你大出先啦嗬下啲藝辦而家人用係我哋花姐講學嘅花姐都冇所謂啦，提熱鏈啲朋友間花姐已諗住自己做朋友諗住隔間喐妹做朋友佢冇想到咧，佢跌撞你片嘅女人呢啲舊嚟咧，你睇我講啲朋友，我講呢啲就會創產嘅，我講間喐妹隔村員會花姐啦，過嚟花姐到去記了話，見到記揼咧，摸下佢都記生女話，叫花姐叫妹，你都夾妹姐記埋有佢講叫揼咪有喐妹間揼花姐記間，佢講佢揼幾記
啊，叫你甲記哦，我答你記咯吼，啊，過嚟啊，花姐先咯記2條，啊，肉咪2條咪記4條咯，咁樣係，係啊，記答記間，講冇下咧，記咗講啊，叫幾妹姐都答記話。朋友家啊，羅拜多嘅商人啊仔啊咧，都答花姐計劃變落3年啦，到花姐第3年計劃，咁3年期間都未記2都答花姐計劃，啊花姐咧呢度我係冇相干啊熱戀銀多啊，花姐是同我講話仲係咪冇相干啊叫諗住一次間多啊仲呢度車家銀河朋友幾啊呢度初見認識間喐每間見落經驗銀河啊啲啊，佢冇上我記兩字為行心事嚟騙嘅女人呢啲啊，花姐是冇呢度嘅騙嘅女。話都係當佢好，因為我都晒啊，朋友家我都香港人啦，先軍入未ăn phải啊，老實講啊，雖然我夾花姐想炒緊，因為我罵嘅唔ăn唔好聽啊，啲啊我講咗每次冇人愛到你哋夾花姐跟壓㗎，我用罵嘅下，咪實唔會壓嘅我冇嘢，咁樣係我又唔會計花姐啊，因為自家又係要講嘅啊呢啲啊，所以啲叫到全相信跟喐妹啊，啊喐妹識用嘅話只多啊啲嚟湯嘅啊呢啲啊，只有200多嚟湯㗎啊花姐啊。跟肉妹啊，見200多嚟燙緊肉加花姐啊，嗰嚟些講花姐叫我答你記妹姐都答你記咯，而且3年啊花姐記超啊，超到係肉妹話，特別記到係花姐去記話，咁咪即係人家講咪有姜嘅記啊呢啲啊姜啊花姐記啊，見到花姐你啱好啊，叫姜嘅記啊，記到咪為看到花姐啱好咧，因為花姐熱下出事咧，朋友家按闊尺啊呢啲啊，像家電子用係啦，家花姐講本幾女箱啊，家咪按闊尺啦5條啊，嗱人家冇隔耳頭冇隔耳字啊，你可以再講隔耳箱啊間喐冇識做嘅咧弱點啊呢啲啊，佢做到花姐弱點啊，意思講花姐按好啊，嘅女按出突啊呢啲啊，佢都個講答幾句，要講下呢啲萬陣嘢佢講緊，我先講春元輝嗱，好朋友間嗬。我先講家春元輝啦，喐咪騙花姐呢又解跌開始騙咯咧，佢看花姐現兩班錢咧，到花姐到熱生去記話，記嚟些春元輝到喐花姐管咗話，喐家佢做朋友啊，春元輝到跌去到夾花姐借女，喐夾花姐借，又喐夾花姐頭啊呢啲啊，特別搣嚟搣去些花姐到記30條本春元輝話。你啲又叫3兩條間過嚟喐熱啦，春元輝夾花姐到3度啊！唔啲因為佢點一係點夾花姐頭呢？春元輝對應錯啦，我講事實啦，因為你夾花姐頭女又生花姐又要記超幫我談，啲啊要記超幫我談，你乜計到夾幾頭？有一盤係啊，春元輝你冇拗啊，因為我影相報出嚟咧，因為我夾你冇生死啦，春元輝你夾花姐記線頭女人，你罵花姐，你嫌花姐咪啦，家記超幫我談。花姐要基本係睇下俾長平超多二春元輝撈花姐頭女隻女，你係哦，你事實係哦，你一無拗一無萬藝咧春元輝咧對五錯先講對五錯先咧春元輝咧吉半頓氣無藝一係唔講得就講出嚟啊呢啲啊，其實花姐家春元輝夾花姐相湊頭女嘅東西家花姐記超本藝睇記超下俾度記超記都係記超嚟本藝睇噶。你老實講一啲春元輝你一無騙人啊呢啲過嚟下花姐到去記6條花姐到去到咧去記女咧花姐人夠好朋友間半頓咧見喐妹2條喐妹湊間春元輝撈幾頭幾到湊花姐湊妹姐間過嚟幾啲就要講答花姐記間佢答花姐記未花姐記超咯，等完花姐記超咯，花姐都記到7條本春元輝花姐上嚟上去攞記安吹過攞記去安人簽花姐夾講咧朋友家咧我未裝位，家花姐夾講叫我攞記安吹過去安人去先當間花姐攞到熱晒2條3咪6條花姐記到熱條本記記7條花姐夾講你上花姐人係咪夠好你夾佢頭2條間，頭2條間花姐記3年執本記2年記花姐慳記多條本嘢記7條叫好冇朋友間係問嘢去入去簽啲嘢過嚟記7條本記春元輝姐可能花姐人按行呢啲記按到呢本記記到啲賺到夾幾隻夾幾頭夾幾隻，我之後呢就去到搣到30條39條間。事實咧，東安係硬時講事實嗌多啲朋友，東安定係咪講過嚟咧，跟喐妹到
到隔春園飛龍花姐隔春園飛沙度喐妹做嘅葡萄呢啲啊，做嘅葡萄咧，佢雙粒咧，佢計粒喺度咧，到雙咪有花姐咧，到唔係雙加電子嘅粒啊，見到唔係黐油機啊，因為佢啊係驚我機啊咧下都隔佢講女片片戳戳啊，因為花姐嘅啲當咪為唔係雙加電子粒，佢為雙我嘅喐妹粒咧，喐妹到雙價咧。佢度係喐妹嘅田花換曬咧，即係人家講咪3隻人2隻田花，呢啲係很要看啦，加粒係要看啦，唔知幾落油毒多啊，安上唔係生落油毒多係要看啊，同埋花姐咪唔係上加電子粒，因為佢加電子咧，七長加全年配用嘛，佢堅係用滴血嘅就係騙嘅女啊，加電子是騙花姐女嗌猛要講嘅，加電子先講全年配先啊，啲朋友噶，加全年配啦。到花姐到香草了啊，香草是花姐到香加喐妹粒啊，喐妹咧到香加電子粒啊，就3年到2隻田花呢啲啊，用人家講老人家講咪嗬，用點點盡用啦嗬，看到加粒嗬，用點點盡用啊，但係加花姐唔係香加電子粒，因為佢識唔係嘛，花姐驚到佢啊，佢一係用嗱點點片片戳戳啦，未呢又加花姐已經早做到驚到佢啊，驚到佢間然啊呢啲啊，今日提電子眼咪講緊命朋友家啲啊，今日講緊命5條律啊，過嚟咧，幾度雙去喐妹計大田花搬喐妹都安詳，大家未有試醬啊，定係大尾用啲啊嗬，幾到3年到2隻田花喺度講啊，跟喐妹同班講啊，春年飛啊叫嗌兜3搬幾女嘅講啊。幾兜3搬幾女話，叫幾兜3不啲幾要搬啊呢啲啊，意思嗌兜3搬嘢女咧，二單3啲12啊木珠用緊小字啊，呢小字單3 12時間木珠佢賣俾錢落攤跟住咪講幾要搬啊，幾要搬全員飛女啊，佢講嗌兜3搬嘢女，嗌兜3搬嘢女佢賣出嚟俾錢落攤間，加時落油毒啊朋友家未做夠啊，又嗌兜3搬嘢女，嗌兜3搬嘢女俾人啲喐咪要搬啊。但係家幾女嘅生咧攤開全部花姐機，30兩條都花姐機啊！講加入電子咧，加現你嘅生就用電子啦，叫花姐，佢講搬全員飛搬女搬車咁㗎啊，驚埋驚喐妹仔未要搬啊！佢講佢咪埋又驚喐妹仔要搬全員飛會要搬分咪加4條hand搬佢咪呢件你講咪嗬，搬佢尼布係啦，搬緊喐妹尼布係啦，佢咪講佢搭花姐機嘅。連街4條佢係冇辦法啫搬佢吞入去呢啲搬緊喐咪吞入去佢講嘅先區將我4年啦，花姐講一先區將4年搬一先區搬嚟嘅跟住唔係騙人嚟女朋友家，你夾人借又好，你搭人機又好，你一女咧你一定係揾陣嘢，假使要人家講要交代要交代人家講清清楚楚咪借長搬你學識鬧啲幾位咪埋神歡咧，你搬嗌又唔同嗌借你又唔同你揾嗌喐唔同咧，嗌夾你頭喐唔同你識叫咪埋神歡咧，借揾了佢咧講搭花姐期間，喐妹講搭花姐期間，妹仔搭花姐期間，講起來起跟喐妹受花姐2條，妹仔受花姐2條，但係邊下跌嚟陣咧，計4條啦，搬喐妹吞入去蝕入去騙出去你係騙出嘛？你係騙花姐女朋友家，騙花姐女間過嚟咧，騙你花姐女又下。過嚟講加電子嘅話，加電子是加新教養電子咧，唔係講緊名講佢電子有10啲嗌講係神嗬。佢咧到含花姐配米女又配10條呢啲配米女10條間，當咪為花姐為唔係雙嘅咧，花姐講驚到佢因為佢做業5勞蝕呢啲朋友家佢5勞蝕佢配米配又10條啦，佢講出售夾花姐大田講佢攞花姐。佢困日度麼呢啲佢困日度花姐咧，佢當咪跌去盡講佢受影響200條咧，佢別晒區在埋口都講佢受影響200條嘅，其實困擾人家咪好先冇搬佢呢啲見到咯中六合彩中我200條女呢啲讓上邊人妖睇我佢西佢受影響200條冇間安橋冇西有人。安橋冇睇我幾細呢，同時因為花姐都做超冇人家條多浪幾條幫白佢別晒講扮嗌40條，加些花姐含佢講加花姐交嘢叫嗌緊佢搞笑，佢間講佢賣唔啲又反正講嗌間嗌到含佢我扮嗌計40條嗌撈佢搞笑呢啲朋友
我撈佢搞笑啊！我講佢講我啲咪間，我都講我你按響啊兩班啦，我二班盡我嘅40條我間用現，但係佢班我咧唔係用嘅女班啊，佢隔人家頭女班我愛到咪，我為本人馬事去啊，呢啲啊，佢隔呢隻人頭跳嘅隻人頭跳班我本你43年來本佢照事去啊，我乜啦愛我本意是我本意話。但邊二班嗌你隔煙頭嗌本人罵話嗌黃班愛嗌門嘢，你冇學班都學了話，當咪要講班煙啦。有幾班嗌得到隔煙頭呢班啊，過嚟夾花姐啦，花姐加花姐咧，幾到隔幾講啊，我叫苗下兩講班陣幾家女下，你喊佢撳一部地出來，意思嗌幾女家部地根本上嗌幾啊，當嗌門幾家女你撳到嘛，佢講撳到咯，嗌到 L 吃落朋友家，因為嗌得落搬幾啊，嗌了家部地冇用緊。我度你撳到隔女下，我到那會啦，所以佢喊我撳部啲，我兩班撳乜嘢？事實我撳一門難啊，佢哋撳你我啲咪要撳部啲，有佢我叫你本嘅人要撳哋撳你我落來，佢撳女撳哋撳你跟住打出來，係啊，佢算得落我都硬啲話，成日喊我湊部啲，部啲識得哋撳你嘅呢啲啊，咁哋撳你佢撳女一咪要部啲下。係無眼見啲啊！我老師跟你講，我本人啊，你係冇打算嚟檢查，係無眼歐吉巴拉嘅啊！呢啲啊，我話呢電子股咧，佢度做嘅字咧，都講外班嗌女話，花姐咧又本佢手度啊，叫佢含二班下，你含佢檢嘅目的出來，嗌隔二班佢花姐跟有隔佢講，所以咧佢當咪跌盡講佢受銀行200條，其實嗰度可能花姐很多浪件冇隔幾班嘅銀行200條呢啲啊，苗下兩40條你都係講隔二班住，當咪嗌講嗌上銀行8條，寫來寫去你都明隔二班啊，當咪佢計本日隔花姐相湊佢為嘛，花姐貴嘛普通話咧。嗱，你朋友間係隔意講嘅原因啊，事實我新聞度標，但前多位董事我新聞度標，但我唔會講啊。點解嘅意思啊？你講係隔矮版苗下兩係40條間，呢度係苗下兩甩目的話，但係苗下兩係目的用甩唔出，但呢就唔明搬係40條話嚇，唔明搬係間係講或者基本幾都能送夾起來啊呢啲啊，係我甩唔出計啲咪目的下嘅40條嘅收落台啊。豪財花姐就知啦，講係咪甩目的啊？根本我係冇目的，朋友間因為我門幾牛，我表上我見呢邊幾間，就比如叫我見5條，我就大田我家女你見到嘛，我見了啊，佢解講即係叫家女見到咯，叫我落嚟了，叫家女我出嚟去吧，朋友間我都當我本意啊，女我見我甩而家目的明唔明啊？咁樣係啊，自家講嘅意思啊！過年我聽佢講鹹氣有鹹道理，家女啊，家目的我咪佢咯，所以咧佢都咪下講嗌冇目的咧，家其實講正威人呢啲啊朋友自家冇嘅東西咧，唔可能用細嘅人呢啲啊，所以咧佢都咪成日講佢受銀行8條咧，其實看法就係很本幾冇啊，因為苗下兩40條咧，你都係人講隔嗌辦間，係冇間苗下兩甩5道目的出嚟間，佢都冇隔幾辦啊。兩個啲花姐去賣命商係賣嗱咧，叫做紅撈幾班啊！家提點知道作咗故仔你講我話，熱識爆咧叫佢受銀行8條，佢識看花姐啦，係冇話隔幾班啊！係冇嗌新聞度啲嗌唔會講啊！當咪根本亦加點知花姐為隔幾攤出，唔會隔幾女幫俾人撈嘅咧，係咪誰都唔會隔幾咪咧？因為佢識騙落花姐熱用係東西啊，花姐人撈嘅啊！佢咧配嚟兒女出收兒女嘅10條間，佢要講隔花姐講我出收啊！叫我夾10條啊！過嚟而家花姐就夾喐咪講啊，叫喐咪啲講啊，叫家電子大田夾佢講，叫我出收啊，叫我請家水龍對雪啊，過嚟請家咪有家妻人啊，一見你講買玻璃絲嚇，叫我請家玻璃絲攔路咧，叫我請幾雪佢講啊，花姐問佢愛叫我女，叫我夾10條啊，過嚟花姐就大田本間喐咪咧，叫喐人冇，叫喐咪叫家電子夾佢講嚇。叫我出收啊，配嚟兒女喐出收啊，夾花姐講大田本花姐話，其實呢度看撇到了女望呢啲啊，因為花姐恩律啊，講咪有講40條花姐都係講夾佢配啊，意思夾佢辦盡嗌樣咧，下無嗌甩5道嘅目的出嚟咧，都冇本事嗌到花姐都唔會夾佢辦啊，我講嘅意思本意聽啦，朋友，我啲嘅東西係無嗌唔會講啊，我先講度標定啊呢啲啊，我識看幾多啥做嘅東西未少呢冇啊。樣片家花姐，你家花姐都夾10歲啊，切家講切家喵切家良師嘛朋友家，雖然花姐為按要女啊，你基為按刀女嚟講啊，你睇切家都冇樣片嘅女啊，因為當咪咧呢啲啊切家女咧切家砌都愛去做啊，要汗水出嚟啊個女啊，一人樣片你識到幾多橋啊，冇你唱緊喐冇樣啊，你架車2-3樣片嘅女你識到幾多橋啊，你冇得到下你咪摘到一子孫啊。
啊，你冇那到今下挨嘛，你嘛做那你把你安强啊，你冇做啥啦，对挨被嘛嘢被生来嘛，你把挨不抗系咪？你先那到挨不抗了，你先被用现呀挨啊。Iคนเยอะซาจอตรงซี่ได้ไงซิงก้นตัวเปียงแต่น่ะไงคนเยอะซาแมทเกลมาเนี่ย小丑啊咧，你都啊你已經講小丑，一見你講咪，你都啥喺花姐面前嚟做小丑啊？你啊跟你講啦，你啊花姐雖然啊啲佢被安律嘅女咧，你都啥都冇用騙佢啊，你啲啊你冇得到經常喺騙到安氣咯，哈哈笑呵，啊你忙啲下呢係二半一損失啊，跟你講啦。你啊，下二百一孫隔一實啊，先咪電腦咧除啊！你啊，人家講咧，自家做到好咧，3、4啊咧，自家自實啊，都係唔會酷啊！你做唔冇你可能來啦，啲啊，我撩女問看你都啥？你望得到哇！我知拿錢強咯，俾我騙花仔女哦嗬！我講我5條出幾人來，10條出幾人來啊！啊，你冇想到下呢一自實啊！你啊，你除非一世貨唔係一孫一實唔係交分貨唔係養成年。你啊，交分好種成年嚟，你很有你，我吹過機啊，我吹過一自信自實啊。你啊，下啲唔都係將我泡沫麼啊？你啊，將我小腳麼啊？你去學到機啊，我跟你講啦，自家人生啊，唔好用便宜嚟女啊，談定好好啦。你啊，你談定好好啊，唔好便宜嚟女啊，每個人都辛苦咗啦，嘅女是未。要引導啊！呢啲啊，反正是四噴磅啊，艱苦作為女啊，佢吹過，你有啥佢講佢經驗闊路的話，佢都冇相干啊，佢你有啥佢講俾跟甜再甜間，啊，佢都冇相干多浪嘢啊，你愛分面啊啲啊，佢明啊，佢當咪被按撈個13點嘅對應處啦，要任務嘅名係快，佢當咪按撈個電子股咧朋友間，因為咧佢點佢講法實咩啊？你啊，佢咁見啊線咧話，嗌啊啲做物嘅東西叫基本花姐看啊，叫花姐叫你看間，加埋個冧第二，嗌講花姐冧第二啦，佢跌講在花姐面前使嗌冧第二啦，佢氹啊花姐開心嘛，花姐你看間冧第二樣啊，佢撥鵝鼻咯，叫嗌撥鵝鼻嘅時候咧，佢基本花姐記嘅，呢本花姐看，花姐要基本嗌看，啊窿錢撥劑咧，佢要基本花姐看嘛。個你咪有無知龍撥劑咧，佢有基本花姐看嘛？啊，你基本花姐看到嘛？家棟些佢有切蘿蔔泡啊？係啊，呢兩公婆係真係啊！啱描下兩撥蘿蔔，佢有基本花姐看嘛？家花姐有幾多盡你本嚟看嘛？啊，跟呢兩公婆呢看嗌講嘢嘛，嗌咩點新聞度標定啊？識看呢兩公婆啊，同埋呢人喐咪做嘅東西嘛？啊，跟喐咪啊，見啱老公啊，佢講啊，家出定橋了啊啦，家唔明啱老公啱揸新界得四青石啊，綠色嘅咧，呢啲啊朋友家綠得啊，但係家橋兩得咧，佢跟喐咪基本基本花姐啊，叫花姐，叫呢些描下了係老公啊，佢講啊，事實係啱下邊度啊，嗌kiếm超戲啊，加目的啊，嗌納超戲啊。佢啲大花姐啊咧，加電子噶，跟肉梅涼晒咧，哇！花姐面前啊，嗰個蜜糖樣啊，朋友間呢啲蜜糖啊，啱甜嘅蜜糖啊，呢啲啊花姐肉梅咧，加電子三角樣啊電子啦，即係等完啲蜜糖啊，呢啲加花姐啊，再甜啊蜜糖呢啲蜜糖啊，碰糖係呢件你講碰糖係，呢件講蜜糖啊，跟肉梅咧加齊電子啦。車上加蜜糖樣嘅嘛，碰糖啊嚇，咪有計花姐啊，為甜嘅佢講咩啊，佢乜計咧，咁冇人冇食咧，佢都夾花姐講，夾花姐要基本藝話，嗌要變戲話，一相當嗌變超戲啊，佢講廢藝生係啲，咁冇人冇食，佢講藝啲，花姐基本藝間嗌變超戲啊，朋友間，家下呢甩你對戰啊啲，嗌甩你對戰加入蘿蔔，佢講係啱羅公間跟喐咪㗎，佢講花姐，佢講呢些描下了我羅公話。佢講講隻腳拜都話，假使啲人會橋兩得事啊咧，唔係新界老公間新界揸間綠得間，特別家橋兩得啊，橋兩綠有紅得啊呢啲啊，間喐咪基本花姐間，佢講係啱老公啊，嗌喐變係一目的啊，朋友間啊變係車啊，家下呢度檔啊先問佢啊，加入貨係啱老公間的士啊，嘅車牌啊很人氣啊，嘅車牌啊，嘅的士嘅車牌啊很人氣啊。你啊，從呢班人騙花姐女得幾冇好做了，我跟你講，因為我目的咧大細咧，都大細淺淺咧，我都變超戲啊！
朋友講兩年冇乜熱鋪咧，提波見啲物嘅叫除惡啊，呢啲啊，像咧有年咧，佢成日再講咧，佢冇乜嘅熱鋪咧，提波見啲物啊叫豪拍沙5號拍沙嘅啊，之前都落啱年豪拍沙啊。我咪聽見啊，我近嘢有啥講啊？我中意咧古靈精怪啊呢啲啊，我中意咧做鬼做馬做咧冇人冇隻乜嘢笑。你啊，我現代人呢次好笑咪笑，呢次唔好笑，你咪當我硬夾我點知咩唔明白？係冇男朋友㗎，最主要我冇一客家話話我冇一木口裝下。你當時即跟到我前嗌人嚇喺阿花仔面前嚟講㗎，講緊提電視啊咧，跟住你啊提電視啊。幾片阿花仔啊，叫我出手啊，叫家水龍隊啊，幾講攔路啊，幾間阿爸就係擔嬲幾箱大間配嚟10條米女了，配嚟10條米女啊，幾到面嚟度啊，幾講呀，叫我出手啊，幾夾花仔講啊，幾講呀，我花仔們叫我叫來出手，花仔先都落便宜啊，朋友家嗬，幾講我夾10條啊，幾夾花仔講話。叫我夾10條啊，花仔們叫我夾10條，講先是40條嗱了，即係等於我夾我配啱咪啱女用起來係咁上下啦。其實嗰度看片度冇呢啲啊，見到看片度花仔冇片度咪好了，安樣片度咪好了安樣啊。佢冇上話花仔咧門間喐妹仔呢啲啊，花仔都大田化氣搬喐妹啊，叫喐妹佢講啊，叫家提電指甲佢講啊，佢講叫我出手啊。喐妹到喊佢啊，喊花仔叫你冇聽佢講，咁冇人冇隻花仔佢講啊。你花仔咧，都基本係看嘅生啊啲啊，我喐病氣。朋友咧本來喐人啊，跟喐妹喊花仔咧，冇聽嘅電子講威佢講啊，叫你冇聽佢講，叫咁冇人冇隻花仔佢講，冇聽佢用定佢嚟講佢講啊，咁冇人冇隻花仔都講咩啊？喐妹到夾花仔講啊，佢講加電子講啊威咧，冇人冇隻喊花仔冇聽佢講啊，佢攞花仔頭呢講出手間。我哋花仔到夾佢講出手門嘅腳咧，叫我夾10條，花仔到夾喐妹講，喐妹到喊花仔冇搭手機講，咁冇人冇隻花仔，叫搭手機講冇聽佢講，咁冇人冇隻佢講。但係過嚟呢段生咧，朋友嗌到喐病氣啊，嗌喊病氣啊。我喺病氣來呀，你話我報了叫唔明啊生死，你話我唔可能我報俾你聽，你話下我呢度用再講俾你聽，你愛選又好，唔愛選又好，你話下我報1唔會人班，特別我愛湊一下俾啲度喺度，花姐基本係聽喐妹講嘅啊，跟喐妹講啊，佢講花姐見下呢啊，佢冇面好簽了，佢。到咩啊？跌陣咗簽到你咯。佢講係啥？佢講家電子啊，佢講家新教養啊電子啊。叫花仔，佢講啊，佢嗱佢冇年後簽了，簽嚟簽去又簽到你。佢講啊，佢嗱家村人會冇計嘛，佢得到你幾女半幾路。佢講啊，佢講幾多幾班人很曉做佢排出來啊，朋友噶厲害啊！我描下了，我時看啊，我先用做佢用排出來嘛。呀，佢講佢見下啲家村人會冇計嘛間，見得到你俾村人幾女半村人會累路，佢講人用得話，佢講見下佢冇人學簽啦，反正佢簽嚟簽去又簽到你，佢講啊，嘅意思講家電子啊，啲冇人學簽啊，冇人學跟啊，啦跟來跟去又跟到花仔啊，跟到花仔啊，講花仔佢大田半夜冇聽。你冇聽嘅田花仔叫啊，佢喊花仔冇聽嘅電子田花，事實我要溜去嘅生嘅朋友噶。你係咪講破壞嘅？我講嘅公道係乜啊？你啲咪叫公道啊？朋友家切緊都度啲人生啊，到咪槍片花仔女啊，以為點唔係喊花仔冇記啊？到咪家電子大田分花仔夾花仔頭咧，你到咪喊花仔冇聽嘅田花，咪電你夾槍兩沙片度咧，你兩沙要何搬？但係家電子片度咧，你都冇何搬啊？你意思係嘛？槍單塊係騙花仔女，騙到你兩手你自己搬啊，係啊，喐咪出啊，嗌講喂，唔係啥啦，對不對？對緊你槍騙，你都要有份搬啊，你要份搬啊，但係俾家電子騙到，你都冇份嚟搬啊，你咪喊花仔冇聽一田法了，花仔你冇聽一田法啲啊，叫人佢大半夜冇聽，佢喊花仔冇聽家電子田法啊，定佢咪打，你都冇聽。你都冇聽，佢喊花仔冇聽，我以為笑事啊！佢花仔自己上班嗌笑就冇用聽啦。你夠快相干啊！你咩講老公幾到地嚇？你那邊來你用你老公啊，老公幾到地嘅？你講你老公幾到地，當咪花仔啊？佢夾花仔頭咧，你當咪喊花仔冇聽嘅電話。
啊，你咩講嘅意思啊？朋友，我識咩講？哦，我拿了位嚟收人唔係，自家講嘢就意思啊。年好夾費，你識看呢啲啊？當咪青夾花仔嚼呢只夾白條，你當咪唔好冚花仔冇隻啦。啊，花仔你冇嚼呢本青啲啊，佢嚼到冇，話你當咪唔係冚啦，當咪你但青去嚼花仔呢只夾白條啦。啊，當咪你唔冚佢嚼啦，但冚佢去片啦。啊！哇！你兩手都強哦，你兩手真裝係厲害哦嗬！啊，我咪講你啊，我講你真裝未創產嘅去。事實我都係劍叻喎，朋友，我係買菜又去，我係買魚啊，然後我老公一人食魚啊去。啊！我講嘅故事啊，朋友，我講未創產嘅啊，呢啲啊，咁就切間啲啊，หั่到啲啊，嘅呢練肉梅啲啊，嘅幾時都落幾全聖目啊！我跟你講啦，騙人係呢兩班你都唔錯啊，尤其是你騙到香港啊這類啊，你都要見下香港前多年本人騙類啊，計本月月集呢幣之前係本人家騙8個條啊，香港8個條咧，台灣呢度400條啊，咩8個條8個版，香港要8萬，台灣到400萬啊，香港要集啊這計本月啊，咪本人家騙啊8個版啊，82萬咁上啊，一台灣呢度啲叫400-500萬咯。呀，你佢跟熱天運4天，佢10萬到40萬啊，佢熱百咪400萬咯，樣去咯，係樣計緊啊！你台灣香港人別曬騙到，咁咪作到幾下啦，咪拉到下，咁錯金最冇識過人啊！我跟你講騙錯啊！呢啲啊，哇！佢肯講不曉我為事啊，兩姊妹肯全粒上嚟話。呀咩何我粒上我都冇夾實啊！呢啲人喐埋你聽定好啊！啱描下了啊！啲粒上啊啲我都冇夾實啊！因為你嗱啱名騙你啊女人我粒到上啊我都冇夾實啊！你粒上咧我上啱面唔得捐啊俾個客啊！你兩姊妹嗱上啊啱描下了啊面啊啲唔得捐啊俾個客啊！你愛啲啊咧你朝風你冇乜嘢啊！你朝風不重啊！一片出嘛！人家粒嘅上幾日粒上啊，真正掉嘢咩冇揾女人喐埋掉嘢咩知啊！你我老公講啊，我講掉嘢咩知㗎？要責任都講啊，你冇再兩蚊掉，我老公啊，係咪咪夾條青加夾掉加進來啊？幾日係講嘢啊？你用掉嘅咩㗎？掉嘢咩知啊？喐埋掉嘢咩知啊？喐埋你騙啊花仔女嗱啱命啊！你啲我老公我班講啊，我講掉嘅咩知啊？跟現到係嗌啊！即叫人你冇再樣品掉，跟樣問嗌，我老公講你手就係買掉家，買個 unit 啊，就買進來，就買兩條，買掉菜買個創啊，買兩條進來。你講係冇再嗌識嗱你又撩啊，你同我老公就班交嗌佢，我老公咪厲害嘅，我老公咪好笑嘅，佢講咩啊？佢係咪買夾條掉家掉菜進來嘅？阿生你講掉人阿咩嘅，跟人講你冇再你超嗱個掉家掉菜進來嘅，嗌識嗱你嚟撩用到咪？你未撩得嚇？我老公嘅件事厲害嘅，佢5三嘢生咪好笑嘅。你有本事騙人，你都單晒去騙，你冇拿人嚟命，根本你為本嚟嘛。你聽定好好喐埋，你有本事啊！你假聽兩聲有本事騙啊花仔女啊，你冇拿啱命啊！你冇講啊，看西花仔含佢撥機嘛，咁你係拿啱命啊！過嚟咧，你講印尼嘅暴利史甲香港合作啊！你要講係咩啊？攞暗鏡咧話。甲花姐講啊，你係咪佢用嗱啱命過嚟印度呢嘛？你本佢熱沙本2條啊，3年本6條啊，你猜位啊？你咪使講啊？你一號咪1號姊妹講嘅啊？你印尼嘅提點子講嘅啊？佢講啊，花姐講聊下兩幾時上嚟嗌麻花姐你啦，佢看嗌甲花姐何盡時間。佢到嗌麻花姐，係講來講去咧，朋友家戰爭係要排好講嘅，啱啱跟你講嘅。你人一是費心肝嚟咧，佢上係香人兩萬啲香幾錢㗎？幾時都幾全聖目人啊！人家講累人累己嚇，其實累人累己話，佢上係香人間，萬啲多盡香幾錢㗎？兩班嗌為講多盡香幾啦，像解爸爸嘅講佢爸爸講，叫嗌咪有叫佢夢見唐沙啦噃，佢講嚇，叫嗌夾爸爸同講對唔錯，佢講嚇。過嚟佢講啲啊，叫爸爸叫冇特別麻花仔咯，佢講嚇，夢見嗌唐沙啦噃，叫嗌希望爸爸多多忍諒嗌，叫嗌啊你作熱挑肥料，佢講嚇夾爸爸講對唔錯，夾半等都未有去男朋友㗎，
cái bùn đất咩樣嘅東西啊？佢博花姐咧，咩佢博爸爸媽花姐啊？佢實到爸爸人點知啊？你哋即上見樣啊？跟人家講笨煎牙，跟老是肥佬啊！你哋佢上係講得落去啦，見到爸爸上見樣啊？他到出全嘛。các bà ba nhìn mày nhìn đến chơi các sự lo còn xuân hay mày nhìn anh các tôi ship nhị chặt theo cái nấu đấy với ship nhị chặt nấu xì nhìn à đi à kỹ năng ban hiểu bên như sùng phò đi đó cái xí xào bọc bà因為cái tao mày về xây lo bà cả kẹt đấy cái mấy còn cái mày sao都冇講緊cái còn花姐要搬cả kẹt lôi過嚟要搬爸爸嚟緊佢跟講爸爸嘅，因為花姐識雙爸爸嘅粒，夾雙架嘅粒啊，佢搏架嘅嘛花仔，搏爸爸嘛花仔啊，你啊嘅嗱新講唐人講，妖人講緊，假使佢講話，佢費心肝啊，佢上到咧花姐點雙爸爸嘅粒，或者雙架嘅粒啊，佢搏架嘅嘛花仔，你其實本來女，你夾埋晒講，本來女佢實到嘅兩三人係樣，事實嘅兩隻人都最羅當嘅。朋友一跟老是上公司即係清清楚楚嘅，佢唔係喐下到少去萬言啊！佢生牙了，個電子煙咧斷碌到人樣講啦，要人為先啦。咁咪先係叫累人累己話你睇先啊！過嚟咧佢講啊，佢跟คนไงกับฟ้าใจ好盡去了，冇辦法跟กับฟ้าใจ前手過嚟喐熱咧，嗌咪雙嘅粒間，嗌到กับฟ้าใจ好盡去啊！佢介紹選出嚟冇話呢啲腳本講啊，佢博嗌กับฟ้าใจ要分雙籌啊！原來花姐你含人道點聲嗌強我白破壞嗌間，佢博嗌賣花姐間。事實上咧，佢都講話呢一些累人嚟嘅啊，呢一累人累嘅很累到煙啊！朋友間你聽我講咩咧？累人累嘅很累到煙啊！佢當咪嗌咪講累人累己為累到人呢？因為佢咁樣講，佢妹咁樣講，事實佢落YouTube噶，朋友你YouTube去聽啦。嗌肯後做一妹講出嚟俾你聽啊！呢啲叫邊講啊？佢講苗下亮，佢講啊，佢講佢嗌夾花姐好盡氣啊！叫你今下支閉冇相片啊，夾花姐佢講啊，佢講冧第二，佢講啊，過嚟佢講嗌咪嗬，佢講嗌啲咪撥我逼咯，啲咪又嗬，佢講花姐講嗌間，過嚟叫嗌講花姐冧第二間。講了叫你幫辦呢兩三意思按一咧，當咪幾人呢兩三好盡氣啊！再支閉冇相片佢講緊，繼續講叫苗下亮，叫你肯記得麼？人道你話600咩動車，600咩動車間，叫家姐花姐搬件女啊，搬兩條人道你先要行得，叫台灣嘅兩隻結咪講啊！佢講台灣嘅兩隻結咪講，叫花姐搬人道你搬兩條，叫台灣嘅兩隻結冇生蛇啊，結咪講佢講啊，但係咪有600咩動車間花姐要搬兩條啊，過嚟花姐計搬暗間到雙架嘅粒啊，我到問花姐啊，我話花姐，我講家電子講咧，要搬人道你兩條西藝行我不要人麼？花姐出嚟嚟講係，係咪佢講要人佢講當咪佢咪講啦。我講我啲佢博我揀要分雙炒多，我咪照家妹講我，因為佢講啊，每次家人家講要下文啊，啲朋友間要頭間要妹，佢當咪講出人家咩咧？嘅意思博我麻花仔夾花仔分雙炒啊，假設唔係害人啊，你都叫送貨啊，特別佢啲啱人送唔得貨人啊，朋友間啱人咧都係啲就正式嘅東西啊，我咩講我睇我啲人講我超起萬幾唔係啊。人家生下未真係萬年啦，我都硬夾撈去搞笑呢啲過嚟咧，佢都講花姐，佢講啊，佢咩叫苗下亮，叫啲人依夾呢花姐，冧第二嘅話苗下亮，叫馬亮，叫花姐有講嘅間，佢博我夾花姐殺了啊，佢同我夾花姐好盡氣間，佢都講我叫花姐，佢講又苗下亮，佢講叫呢啲嘛，叫人道你生意600咩動車，叫講呢行我逼你啊，呢加間，叫家姐花姐搬落幾女嘛，嘅意思即係博我麻花仔咧。過嚟喺度尾下咧，喺度雙架嘅咧，話花姐又雙話，我講花姐，我講要人冇人，我講家點知講一般人道念女生係600咩動車行我逼啊，花姐咪嘈咯，花姐嘈，朋友家嘅人送嘈，講係蝦妹佢講係要人佢講，叫我特別咧都係喐妹菜位啊，喐妹菜位你睇定菜位就先要提取啊，朋友家你冇菜花姐都唔用做啊。佢家係女人嚟嘅，係兼妹講少冇人啲話，
啲朋友家佢唔會講係冇人啲花姐唔又講啊，因為花姐咧，當咪嗌講花姐唔又講咧，因為佢要款本啊，呢啲朋友家，佢要款啊，佢唔又講啊，佢講嘅咩叫嗌嘛嘅嚇，佢跟猛啲啊閃亮分上，呢啲啊嗌隔意後盡時間，雖然嗌隔意後盡時間，你唔啲啊閃亮分上啊，呢啲朋友家，佢冇可能話誒苗下了，嗌計本日本人道念生意行我俾啦，佢唔可能俾人樣講咧，俾本嗌談呢啲啊朋友。所以而家提電視咧，到呢邊嚟講啊，佢講苗下亮佢講啊，你今下大家諗第二銀行佢講啊，花姐佢使諗第二嘅話，佢冇使花姐話，因為佢甩落花姐價佢唔好啦，哇佢賺啊少啦，佢聽嘅使花姐使諗第二話，佢講今日你價佢再只擺冇相片啊，佢話，佢講你唔係時候呢咩？佢講啊，佢問嗌唔係時候呢係冇啊，夾花姐好盡係意思啊，冇擺你兩沙啊，你嘛佢嘛，你今日你兩沙好盡係，你唔係時候呢咩？佢問嗌話，佢時候卡棍按實間。之前笑卡棍間，過嚟啱啱行喺度雙大嘅咧，我度問花姐，我花姐嗌講啊，家點知講日本人道念女西嗌談我別要人喎，花姐就係講啊，我係啊苗下亮要人喎，特別車位唔係嗌我講，跟喐唔係車位佢講，過嚟講呢啲嘛苗下亮佢講啊，佢講台灣嘅良澤唔係講緊。佢講佢自己冇生蛇朋友，佢講台灣嘅良澤咧，佢自己冇生蛇，佢唔係講嘅啊。事實佢最害人真害嘅台灣嘅良澤啊，但係要澤咧，跟良澤朋友加良澤跟要澤咧就妖人報嘅啊，妖人根本係當係唔係罵嘅啦，啊我咁嘅你講啊妖人報嘅啊，所以我苗下亮唔係罵嘅啊。妖人報道嘅啊，所以人家講同人唔同命咧，同爭唔同病，真有意思話。朋友間你冇講啊，生人啊，你突然嬲啦，人家突然嬲人咧都冇人報你啊，人家牙本人家媽計到罵到超啊，你話妖人報道人嗌見喺度未罵嘅啊，計集可能未借嘅，計識妖人報嘅有，妖人報道嘅啦，所以我苗下亮唔會罵嘅啊。啊！佢都要對我話，佢講人家前度呢度咧，啊我都要落嚟啊！朋友家時間唔係驚佢啊，家叫啊妖人報道佢啊！咁呢講啦，朋友聽定好好啊！咁妹仔啊咧，台灣嘅妹仔啊咧，啊羅拜到嘅雙元牙仔啦，妖人啊咧報道佢啊，所以啱苗下亮唔會罵佢啊！人家講睇真面啊咧，都係睇闊面啊，睇闊面啦都係睇真面啊！我標準嚟講兩邊啊嗬，人家講自家唔會睇真面咧，都係睇闊面啊！但係你嘅話呀，羅燕幫白講落呀，啊，切根都冇相干啊，人生啊，對啊，啊，所以咧我未講驚嘅朋友，切根睇朋友家嘅面上，未罵了係冇嗱罵人又係樣，罵書又係樣，切根朋友家講哦，變過嘅咪變過嘅咯，咁樣係啊，啊呢些叫要面嘅人啊，啲啊，係你長人喐眉啊，你冇人家講嘢噃呀，嗌罵你啦，罵到時間你係啱不嗌再罵你啊，因為你壞心肝啊，對啊。你破壞我，你壞心肝啊！你啊臭嗰個都係你啊！你啊你臭話花姐夾臭妹仔啊！你啊我越裝又罵你，特別你罵我咪嗱，你罵我罵計先啊問你啊喂，想問你啊，你罵我罵計啊，我要咪何邊你講啊？你兩字咪甩人家上你咪少啲冇聲啊問你啊！啊我罵你啊罵到幾時啊？你裝又欺人嚟罵你，特別你罵我罵嘅咪意思啊！啊你咪少啲嘛，你兩字咪你欠喐嘛，你咪少啲嘛啊！經行我問你啊喂！你臭不熱兩字咪前喺度罵我，以為少啲冇啊！我問你啊，你兩字咪為少啲冇啊！啊！你罵我度罵我，要咪有邊嘢嘛？啊！世界上冇人老實講，我叻人叫啦，冇人點解人用翻你啦？你冇滅我滅你度咪？啊！你兩字咪台灣啊咧，為做普通一支咪俾人掉都唔會查到我啊，都唔關我事啊！雖然為你滅到我先未罵你啊，聽定好好啊！一片出罵嘢。啊！片擦，喊要錢多啊！係咪係失嘢啊？係慢慢嚟講嘢啊！咩啊？槍片唔到咧，都含隻雙元羅咪嚟騙花仔女啊！啊！一條嘢咩？要戰爭義務實物嚟啊！槍片唔到了，槍啲騙花仔女騙唔到了啊！槍花仔呢度唔會記啦，記嚟啱多了啊！你幫佢啱多了啊！花仔唔會記啦，間屋咪要講嘅雙元羅咪坤店啊！叫冇勞工要兩成年啦，啱佢花仔咁嘢多兩件喎，要記嘅嚟嘅領本花仔啊！我係條嘢咩嘛？你屋咪你作為生成，你戰爭係你一提節惡賣嘅啊！你睇翻啊，你人女含一先 Q 啊，因為字啊做普通啊！你啊做普通賣牛逼啊個人啦，有熱台又出爆你明年你心台嘅女，你自敗害嘢一鬼馬聽嘢，人家罵佢罵我，你罵喺度買，
哈去前街度買嘅話，你係咩本人屌事冇咧？你係咩做普通樣嘅嘢啊？鬼馬頭，交嚟先朋友嚇。嚇，過嚟咧，我問緊你講嘅朋友家，佢咧都博愛馬家花姐話家電子啊咧，現嘅電子啊咧，朋友佢博愛馬花姐間，佢學嘅本愛談意思嘅佢咧學嚟本愛談間，佢博愛馬花姐啊，我跟爹佢博愛馬花姐，佢台灣嘅兩隻佢咪講係啥咧，即係妹仔緊喐妹話。妹仔緊喐妹啊咧，熱曬2條、3曬6條，半家人道你西嗌行我白啦，朋友家。啲西含搬人道理嘛，含人道理咪少啲嗌啊！你分辨啊，車位咧都係喐妹啊！花姐講啊，家本來係喐妹啊，呢時咪花姐講，而家生到6車位，叫花姐叫你冇記呢啲啊！佢講啊，我隔人道理講你啊，啱了冇記啊！花姐你講咯，花姐你記呢搬人道理唔知你係經過嗌啲啊！花姐你搬人道理唔類似你係經過嗌啲啊！我含你記你先好記啲啊！你係啥講啊？俾你先喐妹啊！搞大花姐啊，搬人道念女係經過幾多話？佢話事咧，朋友家佢牙突咧話，花姐佢牙突啊呢啲啊，其實搬啊，隔佢講啊，經過佢咧話，安提列喎，你喐妹嗬，掉嘢咩冇揾女嗬，你安提列你咯，騙出嘛嗬，你我白啊，你那牙突好嚟啦，你妹子咧話，你老公係齋咯牙突好嚟。嚇！我上去買菜我又啦，我家下去買麥當勞我嚟食咯，唔係買我朋友我家下去出去買麥當勞，買麥當勞啊嚇！其實我冚家嚟買到跌落去，我嚟自圖書館嗰啲啊，見早上佢咪就去圖書館啊，5點我出門係喎去，佢去食早餐啊，啲啊佢今日嘅按多糖霜啊，佢做戲咧多糖霜咧，佢就做戲啊，就暗盡。係過嚟咧，佢講花仔，你見女士係經過矮啲啊，講花仔你冇記了，你賺去了，暗了花仔，手做你記了花仔，手做你記了花仔，講你賺啦，暗了講矮被隔人道點講，你啊講矮被隔人道點講，佢講花仔你賺啦，暗了講你矮被隔人道點講，佢講，手做你記了，佢講，呵，過嚟啊講花仔講人道點叻喎，花仔人道點叻喎，即係人道點西嗌行我白啦，你講花仔人道點叻喎，佢講花仔切吉毛嘛，搬人道點女嘛。佢冚花姐話冇切吉冇嘛，佢話搬家人道你唔女去嘛，呢咪生係咪呢？呢係喐妹台灣嚟，家普通嘛，家貴嘛，呢台灣係貴嘛，佢其實嗌書隔佢冇生細朋友，家嗌用啲嘅線杆咪硬廢啊，咁佢啲就你乜嗌話佢嗱嗌嘛佢呢佢兩字咪台灣人哋甩人家上前講嗌咯話，你搬家仲人上人，你冇甩人家甩，要人講家隻仔上你電子啊，你兩字咪啊，你兩字咪電子15縮啊。你冇乜老嗌冇可能乜嘢啊？你聽人學學，你騙花姐女你哪啱命啊？你聽人學學，你含人道理破壞啱命生，你聽人學學，你講花姐嗌看衰嘅黑政府咧，你含佢撥金你鬧啱命，你聽學學，過嚟印尼玻璃市隔香港合作啊，你聽學學，你常騙你啦，喐妹你聽學學啊，你二空幫人嚟聽你聽學學啊，你騙出嘛，台灣係騙出嘛。係咪甩明上去嘛？嗌上半年甩到啊少啊，啲嗌到衰啊，命生啊，啲你兩姊妹啊，啲愛好啲詞重啊，啲你萬年啊，啲你單身甩鏡啊，就係一面啊先萬年啊，啲甩鏡啊就一兩姊妹面咧甩鏡啊就啊，啲你先好啦，甩明上去嘛，條嘢咩？豬腳嘛？嗌後邊乜個嘢？你全部熱雜東西啊，嗌生啊溜到啊，嗌講嘢啊，乜嘢啊，要啊。但邊嘢生啊，花姐基本嗌啊，你跌就你講快嗌啊，
講去半片上一半片，然到話去不頭條去唔條盡啦講今去唔盡都冇食肉啦你花在面前你講七講八講都買乜嘢你偏家女你味道偏家女咧你乜嘅東西你講快快家生綠我睇皮皮你肉冇講你生綠豆我跟你講過嚟很腰時我交嚟先啦朋友間我提話去先去按開度講去我講先我冇陳女呢東西呢我隔夜有啥講我叻按多年啦朋友間我咪前度女我本人家特別樣講啦自家冇頭工人咯啦事實女咧自家融合啦自家可以分錢個因為我撳車加上天朋友間我撳車加上天啲上天啲搬糧摘嚟嗌上間樣女啲朋友係講啱嚟下年突然燒出嚟啦熱糧摘一路幫我啱嚟沉沉嚟咯且講笑咧朋友家自家硬夾講笑啦樣係咩嗱就別而啱苗下兩為搬現係女用係女啦係講啱嚟下年啲結束嚟做工啊啲熱糧摘一幫佢沉沉嚟嘅女啱意思一樣嘛啱咩講頭工人攞朋友家啱咪頭工人攞講嘅意思啱落咧嗌叻咧嗌出女人然間叻是陳女人呢啲佢陳女佢呢粒就得每一家庭落去一家庭識用都你就一俾你就陳女人呢啲特別嗌粒咧每年嗌到出女唔識講陳個熱嗌熱呢啲朋友家香港女熱猴子一猴子呢件你入班講一猴子最細間嗌唔識得講嘢嚟女話嗌唔識得講嘢嚟女嗌粒人叫熱猴子嗌唔識得個嗌掛打咧話嗌每賺一咧朋友家啱去煲睇位啦到叫800蚊嗌3隻嘢啱嚟自嗌4隻嘢啱老公特別啱老公係計錢飯咧都按手去煲頭粒嗌多數用啱老公嗌2隻嚟都係叫800塊嗌用數碼通用我10兩嘢咯用我30兩嘢咯嗌少為要一隻嘢叫800以上然後交你用係交係你叫你啱嚟自300兩蚊啱嚟自都全萬叫阿媽都未啱拼為銀貴講啱嚟自嘅拼咧全貴嘅買嘅女生全貴360兩兩沙度唔知700兩啱最便宜啱夾老公先幾十蚊因為啱老公佢冇買要用出街用呢啲嗌都上下要去雞粒因為嗌都粒唔超嗌都唔係講熱去雞粒呢啲所以咧嗌用都用唔超特別啱嚟自家唔係佢話晒大幾間佢冇加數咧唔條因為啱老公咧佢呢度啱嚟到過多用咧出街佢過多用啱老公咪就最強啱嚟所以啱嚟車時候萬嗌人呢啲啱細嚟成萬嗌個阿媽叫嗌都五時又用我300-400蚊啱嚟自360兩360兩蚊啱2隻嚟最強又雙網又掹冇講吞嚟去吞嘅時冇便宜去掉晒嘅冇吞嚟幾難數呢啲所以咧講咩後都咪講我呢啲我講係佢確實係冇女學交掛大你話啱未講啱你隻東西啦啱你隻東西用20兩嘢啦話啦基本嚟講啱冇女係咪嗱佢女去搬間屋妹仔話20兩嘢啦啱嚟晚出世按到幾50對個啦熱天你看到香港最強啦你隻東西你們喺香港就係講不嚟便宜咯20兩嘢咯啱掛單50對個你啲啱4貨晚出世啱老公都按到見半日20兩嘢咯50對個50講冇女學交家係要按家要搣要對用50嗌得晒熱用東西熱用到幾十年呢啲唔好講對就啱老公用家數碼通啱嚟到咧用家數碼通嘅東西咧熱用到幾十年呢佢上下間講講意思用安橋嘅客呢啲安橋客佢講大田話咧講乜都全要禮貌跟住佢啲咬晒喵意思安橋安橋嘅客啲要當然間唔係按熱下要換過按熱下要換過樣特別啱老公結冇佢講加上下熱人咧佢講加20蚊30蚊咩照加定佢加用生嘅服務好都好加幾十蚊加唔係信物計呢啲不過而家而家你好矮好啦啱老公用上呢啲
即係你學藝學啊，加省20蚊啦，10個20蚊又30加10兩蚊又嘅服務要個學提升啊樣啊嘅東西個學樣啊收入個強或者嘅咪有嘅嗰啲咪有嘅意思雙網咧嘅唔啲咪意思學啊個學樣啊啦要個升級啊樣啊啦要未加上啲類樣啊多數要加冇減咩去。要加冇減命啊東西啊，全係加類啊，佢加件貴啊，加例子講，下啲例子啊，到例子出嚟做誰啦？勞工啊，佢都唔係處理了啊，勞工啊，佢有人家個交棒啊，交本嚟啊，定幾時處理了啊，佢唔係啊，勞工講定嘅嚟出先了啦，要工作了，要出先了大個仔了啦，嘅東西咧佢唔係啊，勞工唔係啊，交棒本嘅嚟了啊，其實定啊，堅係跟忙是很突然收緊，廠家咪有加填法嘅都呢加時間勞工嘅名登記呢啲啊，勞工嘅名佢做嘅登記人啊，要物價要一次冇見用啊，變落見到要細事了咧，唔係呢個東西啊，交本嘅嚟去處理了啊，樣啊。定嘅嚟出先啦，提嚟到出橋細到經人去，唔覺要出橋細提個仔咯，兩隻嚟都大愛錢咯，朋友家，細嚟到冇盡嚟hết咯，嘅愛錢亂晒hết咯，越隻呢拜盡越靚，提嚟到生下大愛錢大到本10點冷10月點先盡二度要害嘅大愛錢嘛。要當然是被罵話，呢啲細大錢啊，要當然是被罵話啲，而是嘥時間啊，呢啲工都猛做大錢嚟用啊，但係佢大錢咁你費事，你咪定幾大咯，要當然被罵，但係嗌唔為喎，嗌人唔為喎，嗌人唔為喎，老實講喎，要得做日愛是被罵咯，一講咪呢家我罵超嗌唔為喎，生佢開心咪定幾，冇按個人錢按用按咩緊？朋友啊，我跟你講啊，嘅例子大錢嘅咩點嘛咧，嘅例子跳樓時啲嘢因望啊，就招要將我熱雜例子啊，佢嘅跌咪分量喺度啊，佢咪叫廿嘅例子時啲啊，其實啲咪嘅咩幾大錢嘅咩唔明啊，經濟度嘛嘅啊，含佢圖書量品啊，佢睇我嘅咩經用嘛嘅緊，佢就跳樓，或者有嘅愛錢相湊都話呢啲啊，越用越跌啊，佢跳樓時啲啊。佢嗱嘅咩咪冇錢咯，佢因為熱雜嚟搬件賣，搬件賣係嘅嚟自跳樓時日因望睇講起講呢了，係分落戰題咧，因為分落戰題咧，朋友家講到咧大嘅搬女咧，佢講嚟嗌夾花姐何盡時間，佢都係送房嗌夾花姐相湊啊，佢係送嗌夾花姐相湊單。過嚟咧，到嗌滿花姐間，花姐都嗌講叫間喐梅潮間，叫喐梅潮位間，過嚟嗌到嗌未賣喐梅咯，事實間生喐喐羅斜斜話唔用，淨係花姐講話，花姐是要目的話，佢同花姐設家唔忙嘛，搬人道念女嘛，連喐梅講係乜嘢朋友間，叫設家話你3、4年搬熱晒搬2條，搬人道念嘛，佢同花姐設家唔忙嘛，間苗下2條搬家人道念嘛，設家搬人道念女嘛，佢講過嚟咧，講花姐，佢講你冇去記了啲啊，佢話啱啊，佢講你收咗你記，收咗去記啦，花姐嗌隔人道念講收咗你記啊，佢講花姐，佢講人道念叻喎，人道念叻喎，佢講人道念叻喎過嚟咧，人道念叻喎，講花姐佢講哇過嚟咧人道念叻佢跳上人道念叻啊！佢要上人道念咪叻朋友學藝堂咧，特別係冇困嘅叻朋友嗌啲人道念嘛講嗌啊，間喐咪要上嘅人道念咪叻嘛，佢講係嘛人道念，佢講人道念嘛係話，佢講叫係話叫苗係啦，叫人道念依叻嘅，依講佢啲叫間一定嘅定記嚟啲佢講上教叻講含間人道念咪定嘅定記本嚟，事實呢一度唔明係看朋友學藝堂。佢要上人道念咪叻啊！佢問人道念係嘛？佢講人道念嘛係話，叫一日嘅年紀嚟啲一日嘅年紀嚟啲叫家行記呢本2米就識啲佢講話其實上喺呢度喺本農村
殺花姐咪學白到底要去加些咩話？加農村咧嘛個吃嘅話朋友間，你喐妹咧都諗住含人道念西嘅強學白間，事實咧咪有農村講花姐叫印尼嚇咪有切一腳嗬，佢講花姐學白咧到底要去下講説咪3歲至到80歲就埋晒都掉得啦，意思開放説你已經講啲加是講個吃嘅話。啲農村講過喺度咧，唔知埋晒筆嘅咧，到筆嘅嗌要開道攤啊！我農村因為嗌夾花仔間唔好，我講農村以為按新次講咩按河上，嗌都攤到前河上，我農村我已經一日嘅你嗌搬嘢你咪照，加喐妹咧叫做腰陽學陽啊！但邊農村嘛個係間，佢嘛個係先未嗌含叫啊！啲朋友家是要分喎，你啲係知你人啦，都未用做人啊！你係硬人啦，先用做上間喐妹，你話幾真？你真人係知敗喐妹，根據你見人你硬啊，搬硬熱甩人嚟賣嘢，嗌賣你都要錢，你賣嗌冇錢啊，你탕人好好啊喐妹，你탕人好好啊，嗌賣你要錢啊，因為嗌農村賣你啦係過客啊，啲農村即可能你夾花這點商家點知甩嚟嫌嗌講嗌啊，農村可能5個硬啊，呢度就去12兩三，佢12隔兩。其實喐妹夾花仔農村啊，但係畢竟馬個係咧，你聽緊好好喐妹2空幫人嚟聽啱聊下了50做對面費啲見馬個係了我都聽到農村賣俾啱好笑結果花仔咧。農村講結果花姐學白咧叫意思佢點上加點子過咧講咧佢涼沙咧熱雜喐妹就熱雜花姐咧佢每杯日咧叫做上加點子咧都計到收嗱收事實我冇看朋友間，因為啱現咧冇聽一定係點子現你啲我硬夾佢點子咧我冇聽得現佢對佢講佢最生結果度佢講咪佢要聽講但係佢要答冇啱命冇答啱命用啲半頓我都冇看嘅咧佢講到佢再講到飯超咧，我都冇看啱啲講埋，特別佢仲要看仲要係沙場農村要看佢講家姐都50講呢兩沙，當咪呢兩沙點上家點知咧被成個嘅咧樣意思成個嗌意思講嗌樣農村看到5個硬啲農村都講佢講咧現呢咧要賺日子咧，唔知賣日子唔知咩婚宴賣日子唔知農村講啲咩啦嘅農村佢講咧，花姐學白咧，叫咧度都要去咧，叫3歲至到80歲咧，叫意思埋晒都學可以啦，你掉佢講所以咧，我到呢度農村講係咩按學校朋友家前學校我呢度佢講咩咧？我講農村要俾按聽講，按新前你講嘅反，我農村我講你見一日嘅另外啲我搬二生女咪住喎，聽講話朋友家説咩講？農村我搬二女你去買花姐説咩話？朋友講就家聽講唔係話，你學可以問農村農村都係生你可以有時去問佢究竟係我含佢講定係佢個係我搬嘅女個係我搬嘅女聽到新詞每陣人都聽到新詞朋友家本地單新詞農村人嘅位見到度看落花姐人安快喐妹安快，你啲見到呢度咧梅藝咧講嘅幾位我都感謝農村嘛。朋友家我感謝佢嘛，所以我講緊現咧唔係先講現嘛，咁仲現可能唔做得啦，先係就出嚟講出樣係快。我到呢度新次我搬嘅女，但邊喐唔係跟快閃間，佢特登搬間人道念呢破壞我，跟住佢砌話從呢杯咧從家點知唔係細啦，唔要埋晒啲其實上係害花姐幫我嘛，特別人家講害人害己你頭先害人害己，意思佢上係害花姐佢意思講夾花姐到盡暗學做朋友間，佢唔甘人佢到上係甩罐去錄涼晒咧，猛啲錄嚟錄去到錄我間喐妹幫我嘛，係佢唔係講先冇人啲話要埋晒啲咁冇花姐埋晒又講，因為佢要換搬佢又講朋友間佢咩驚被罵佢因為佢間猛啲啱現洋翻嚟現見啲啱現兩班人間，萬一佢講出嚟，我佢驚係罵嘅，佢跟又講，所以而家點知啦，輪到嚟講，本係探花姐，本人道你唔會西藝行我白啲沙同我被罵花姐間，過嚟花姐計煲暗根雙大嘅咧，我到問花姐，佢講家睇翻嚟冇生水叫佢咪講佢叫今有嗌隔意要咪生水家呢度花姐 N 嘅唔明係 N 嘅朋友，你都實行行講咩呢？
甲花姐講啊，我講花姐，我講啊，我要人望日本人道念女聲係強白花姐講要叫下外要人佢講，特別車位咩嗌講車位到喐唔潮，佢講喺講今日點知講佢講日本兩條啊喐唔本兩條啊妹仔本兩條啊聲係強白話，佢講係話講家聲喐唔潮話佢講啊花姐自喐唔潮，過嚟講了下花姐要記嘅上本藝啊喐唔講係喂啦花姐記小本藝啊。佢講啊，你睇我下妹，佢講啊，佢臭嗌緊，佢講人道念叻喎，佢講啊，花姐人道念叻喎，啊，佢講你記女經過嗌啲啊，花姐，你記女是愛經過嗌啲啊，花姐你冇記哦，叫恩阿冇人道念嗌隔人道念講，手做你記花姐，你手做你記啲啊，嗌隔人道念講，手做你記了，今日你盡了，恩阿了你盡了，佢講啊，家前夫嘅玉梅生啊，朋友啊，花姐基本嗌我要變起超啊，我一啲我都變起超啊。我先問佢話，你咪嗌到咪話？啊，你看嗌嘛，你跟要頭要夾要妹跟，啊要頭要妹跟，特別你兩姊妹粒人嚟嘛嗌咪啦？啊，你嘛有咩豬排空啊？你話你粒有咩豬排空嚟嘛？粒一巴係再到話粒出嚟嘛？你話你嘛嗌冇用，嗌幾時嗌都冇人嚟等你嘛？你話你兩姊妹談人好好啊，你拔礦啊，你兩姊妹咧拔鋁礦啊，你話你拔鋁礦啊，你拔現金啊，拔鋁礦啊，人鋁啊。人類咧，而且含一閃 Q 啊，因為唔係好白啊，最掹潛女啊！你話你人用做工很難，尤其是台灣做工啊，福建你女都係葉冷條啊！你話你台灣做工咧，嘅女貨上當見你女咧都係葉冷條啊！特別香港是咩哦？我近有啥講啊？香港人做工咧，最冇都要30-40條啊！我近你講啦，萬個 Q 啊，萬個2萬 Q 最冇了啊！你話？你看我姑係買差唔多300條啊！呢兩公婆啊，呢兩公婆係經驗工差唔多300條啊！熱雜nhất咯，譬如未熱嘢咯，有晒炭河河，而空班人嚟炭河啲啊！熱雜nhất啊，差唔多300條啊！我姑係買到10個萬咯，佢做到安高級了，你啲做護士長啊！佢幫埋佢澳洲讀書進嚟啊！佢政府醫院做啊，你啲啊！佢嗱計啱2-3年前啊，我門幾日都7萬啦，我嘅員工啊，佢嗱我唔知哦，按當年冇門幾哦，嚇嘅勞工酒店嘅經理啊，你話都5-6萬你賺一啊，跟你計埋佢兩公婆係咪200-300兩條啊？你賺一啊，你賺一咯，嘅員工兩公婆38條你啲啊，朋友價。嗰時按個員工啊，嘅工人都長3隻啊，而家1年未翻年未啊，長3隻工人4隻4年啊，工人隔4年都7隻年啦話，嘅員工冇按多叫人品夠用啊，要去黑私交嚟話，建議啲叫佢黑啊，我估係買啲係咪有屯門嗰啲叫咪呵自樂花園啊，我估咪自樂花園黑啊，家全部都私交嚟㗎，按啥？你喺度我隔意講嘅意思啊，你啲啊。特別你台灣做工叫咧，唱音樂咪一來自你，跟人家講辦同水啊，你睇住啦朋友講，你講按強有咩按咪有咩嚇？呀，你做工業賺一條女，把你咩葉冷條10冷條好唔好？一來自做10冷條冇？香港女都係萬個蚊字啊！你要咪學向你向人哋指拜啊，喐嘛，你向人哋提學白啊！跟你講啦，香港人啊，啲掃垃圾啊，垃圾佬啊，都係1,700蚊月賺一啊，嘅員工啊，你聽定好好啊，喐埋，你空幫定你睇香港啊，啲掃垃圾啊，你見你講咪有黃三巴嚇，都係1,700蚊啊，還要福利啊，福利咪一結婚意識50女的話。你話咪冇想搵2萬啊，搵2萬咧，月賺一貨上當1年女啊，咧朋友家講笑咧，都要40條啊，談何可啊？所以花姐做半月啊咧，佢都係要搵萬個 Q 啊，月賺一啊。那時候花姐都最冇都要搵萬 Q， 佢咩做半月咧？花姐啊，做半晝咯，安上啊。就算頭五啲7點鐘都去做啊，做到下晝頭五啲上12點冇做啦話。佢唔是做按扣啊，因為佢細貨睇哦，見人家講你半做半療啊，呢啲啊，半做半療啊，佢做按扣到咪？佢細貨就簽到你，佢唔係做到有蝕啊，上個花姐用唔係做到有蝕啊，根本而家點知嘛？個花姐很有苦啊，啲人用唔係叫人咁講啊，花姐仲要有苦啦，佢講啊，我未消事啊，朋友家。
佢講花姐要苦啊，甲花姐就靠人攀叫愛死啦，愛去後尾又去後尾啊，吼去離行都去離行啊，愛睡都睡，愛sit都sit，愛行都行，佢又不未苦。所以你話你上啊朋友啦，你人樣唔可以咁講啊，講花姐人要苦啦，佢講花姐人要苦啊，你人樣唔可以咪使咁講，我都咁講啊，花姐人不咪要苦，三隻四年啊朋友家，愛行到行，愛sit到sit，愛操到操，愛聊到聊啊，愛睡到睡啊，佢又不未苦。佢家電子界夾花姐相湊，佢麻花姐強意很要苦嘅，我聽到 hit 就行啊，心肝落去。自家講笑啦，朋友家。我本來係買菜，買啊，我今日上下啦，唔會用。家行啊，含我嚟係買 M 記啊，買麥當勞啊，一眼就冇識到去。嗰嚟講啊，俾嗬，我唔記得佢講咗講。我講喐咪搬女嘅啲係，喐咪搬女間家電知道博嗌賣花姐話。望啲咧，花姐講講講間喐咪湊間，嗌到萬喐咪花姐嗌得唔萬幾朋友間，因為切家提議啦，了，切家按嬲都好啦，切家去變下來啊，冇可能花姐要搬要換搬啊，要錢作花姐嘛，家為搬現時候你啲，因為切家唔係4年字啊，唔係4年做4步，4年攞衫攞奶啊，樣啊得唔係啊，切家提議啦話。自家要咪忍笑，要咪少閒啦。自家愛隔兩人好盡去啦。自家都係研究都愛隔一行，無論嘅臭醋咧要幾多咧，自家都愛隔佢包起來啊！你睇唔好講，哇！攤落熱啲要來嘛，為搬家仲現小事嘅你睇。像家花姐要對眼兩班臭都好，朋友家自家都愛忍兩件啊。你唔係講提細啊，咧自家係後上啊，即係愛忍兩件。像家喐咪又愛又忍兩件啊！我老實講啊，你我對咗幾時啊對落去啊？因為你費心肝啊，騙錯啊，騙花姐女啊，我當係邊個嘢？加上依隔嘅喺個地方唔相同啊，你台灣喺香港喺個邊個嘢咪？騙錯嘛？你係咩叫本人調時報嚟喺你教導咧？人家上去問啊，你問嘢知弊啊？你話事實啱描下兩粒一上咧都冇夾實啊！你話嗌可能一面啊，嗌係咪撥破啊？呀，好似跟馬旗樣啊，撥破啊！跟馬旗本間任路度啊，咧撥破啊！可能呢兩字面咧，我咪撥破了啊！你唔啲時候呢嘢啊，你識家現你提點之用啊！你唔啲時候呢啊，面皮鋪呢啊！你喺前家度咧，啱上前講你講慢些，我度冇要咪東西又邊你講啊？我因為後邊你講，特別我講意思，人家講多羅羅啊，你睇住多羅羅啊，多羅羅我講你多羅羅啊，過嚟咧，過嚟家電子咧都講你呢單咯嚇，講你人道領搬啲行學筆啦嚇，過嚟咧幾可能花姐間到前行商家爸爸係咧話爸爸係晒啦，交數落講算啦咧，幾可能花姐前行商嘅粒間。佢上係唔會搬花姐講按多嘅，唔會搬花姐雙按多爸爸係粒噶，隔雙架嘅粒咧，佢都送得火落去，佢講花姐搬爸爸女，或者搬架嘅女啊，嘅意思咧博架嘅夾爸爸媽花姐啊，過嚟咧唔好搬花姐雙嘅粒嘛，你哋佢博架嘅夾爸爸唔好搬花姐雙粒樣啊。我是啲嘅心肝啊！你啲係望我吉唔會講嘅朋友家，切家看見啦，看熱下望啊，過到啲嘅意思啊，看嘅人格都好啊。家姐係愛講人啦，都唔係本人講啊！你啲呢識豬大面啊，你啲農村講豬大面皮啊，你家人哋家普通股咧，家豬大面皮啊咧，幫弊咧，佢隔嗌5號間花姐隔家台灣人喐咪雙腳粒咧，都講嘻嘻哈哈話，見下咧花姐雙爸爸人咧。隔雙架嘅粒咧，佢都講得是非咯，去搏幾兩沙，搏爸爸架嘅唔好搬花姐雙粒嘛。你係知大面皮啊，講完到哈哈笑話，見下搬完講啦，就喺度講是非嘅話，作到故仔咯，去搏幾兩沙，唔好搬佢雙粒嘛。你驚花姐講嘢未相係，人家講嘅咧，自家講完咧，我搬完講咗啦，當咪以為人驚啦，要講花姐隔埋沙講搬爸爸女搬架嘅女啊。講來講去都係你講咁你講啦，你講得去又冇人冇隻，冇人你博爸爸夾嘅嘛花姐啊，
啊，你就記得啥？看日咧按揭唔定一萬年啊！你講係咩啊？要年tháng個時候那係說啊！你電子講係咩啊？要年tháng啊！個舊時個年時啊、牛時、麥時啊，可以拿嚟說啊，當馬桶說啊！當個桶入嚟說嘅啊！你講乜要年tháng啊？年強裝到咩落去講啊？咩啊？爸爸見到花姐女，花姐隔嚟曬講本爸爸女。你啥都叫啥係硬嘢啊？你又睇咩啊？喂，你冇喺度笑啊？梗係搏係你啊！冇笑，點，初定點，冇笑吓？你啥都反正啱，你冇笑話，喊你笑下。你笑嘅我經常搏你啦，我上到3節，你翻笑嘅我少搏，啱你冇笑話。我跟你講一半等係朋友家。佢話到反正咩爸爸現係根本唔係使噶，朋友家對唔錯，我要講錯唄，我希望爸爸多原諒我，若多咪為你夾爸爸講對唔錯嗱，多咪為咩花姐嗱，多咪咩花姐夾嘅講夾花姐夾爸爸對唔錯嗱，多咪為你夾爸爸頭添嗱，係我做爸爸啲我信爸爸嘅要規矩嗱，你係我做爸爸啲那個係你大一在啊，你爸爸係啲佢做埋係係佢作業係很好強，你出拿起來啊，那拼一在啊，拼成以後你無論齊講乜啊，你話到愛害你嗱，你可能見下害嚟生，根據暗本我本你看啲暗本呢朋友間，你識叫曉花姐忙啲曉單啥話，人家講咪有類人類記下，叫類人類設家話。所以呢，你無論都幾多曬硬嘢嗱，你識時咧，人家未聽聽你識時嘅嘢嗱，呢啲啊，哇！佢上嚟佢可能花姐見係雙爸爸咧講嘅咧，佢驚人家講嘅呢啲啊，哇！其實咧送到貨講爸爸嘅冇花姐女咧嘛，你啱咁嚇，你問後生我本意看你嘅暗本嘅計條戲咧嚇，嘅暗本嘅啲戲啊，我本意看定啦啫。不好，佢本人我要變去搞笑，我去搞笑先嘛。佢講爸爸花姐本來佢女間，事實佢博爸爸唔會搬花姐上粒啊，你又驚花姐講佢啊？我講有啥講啦？我本人看佢暗本嚟，啱上我要變去搞笑咯，唔知人吹哦。所以自家做嘢啊，你唔冇費啊。自家愛講嘢啦，本人講啦，自家愛企人點本人講啊。哇！佢懵閉咧，隔嗌。夾花姐河嗰陣時咧，哇！見一熱話搬花姐夾喐咪雙腳咧咪講嗌話，見講見笑啊，成日講我家冇啊喲，全講全笑咧講我家冇，因為佢再講不係了咧，見到老媽介杯就可以講啊，見到老媽介杯就可以講啊，作題作勢喎，冇人冇隻杯全講全笑啦，其實唔啲見埋見豬嘅咧，佢夾花姐喐咪三晒嗰度咪見豬見唔啲喎，哇！見晒度見恩強我最衝最鈍喺度講嗌喎，見半日你看下。日個點知嘛？騙花姐女啦，佢講佢中學嘅買嘅6合彩啊，嘅真時啊，佢講佢出學嘅真時夾幫咧，佢講話按啷咧喎，嘅真時啷啷咧喎，出學嘅夾鏈嘅真時啷啷，佢講過嚟咧，佢又出學嘅真時夾幫啷啷緊，過嚟掹啲經行喺多啊盡咧喺上咧，因為佢騙花姐啊，騙落安多蓮啊，花姐寄女本嘅啊，你都要寄安多蓮女本嘅嘅話。一記騙落花姐女按刀啊！你一記按刀拎女本嘅啊，掹啲原來樣事啊，講出學嘅真時啷啷咯，佢講啊，經常喺度癲啊，因為佢騙落花姐女騙落按刀啊，呢啲啊，經常喺度癲啊，咩啲啊，啱從搞笑上喺看出動物片要間上係都係不能冇得叫嘅，佢騙落花姐女啊，騙落按刀啊，跟肉梅啊。佢到雙腳粒講佢出學嘅真時出學嘅幫咧，佢講佢騙落花姐女騙落按刀啊！花姐佢講布里斯佢要基本計劃合作啊，香港人哋合作人要基本計劃，過嚟很要咪有，很要咪嗬？不過一前多樣啦咧叫做基本計劃。
你破壞我錢多啊，啲係嘛生意啊，嘅上嘅錢當然記嘅上半藝啊，嘅當然唔知道咩人撈件嘅都係難喎，記你半藝強啲先迷晒啲迷晒話啊，錢當然記嘅上半藝啊，所以你一騙人嚟攞得嗱啱命啊，夾呢啊！啊！連香港嘅暴利斯，你肯咁拉出賣啊？你是屬於出賣香港嘅暴利斯啊？咁冇人有相信你啲朋友。你是你出賣香港暴利斯，你因為你騙了香港啊仔女間，你賣香港暴利斯嘅名聲啊，你咪要除下，所以唔可以話呢啲啊。啊！佢喺全力啱上前講嗌上講嗌啊！嗌戰爭時候呢可能一面啊，係啊！嗌戰爭時候呢睇你時候呢啊！你喺前講嗌前講嗌，你講嗌有買？嗌都唔識講嘢啊！嗌人哋最唔會先聽嘢啊！嗌羅識講嘢講啊！你冇咪嗌韓國咪嘢咯？係啊！嘅運動係咪？嘅一件你講咪嗬？意思嘅冇意思啊！你啲啊設家突然相湊冇意思啊！喊到啲喐妹啲設家唔會咪記得記實到記啱強啊！睇班做網啊！你啲啊，記睇班實做網啊！你啲啊朋友間，記睇班前輩間前鄉間啊！你家生啦，你家當嗌啊！你恨你家嗌啲恨冇大件啊！你恨勒啱命嚟騙人嚟女啊！啊！你家嗌啊啲恨冇大件啊！你勒啱命嚟騙家花仔女啊！你有咧問唔啲少啲啊！啲嗌嗱一上嚟粒啲嗌冇夾實啊！你啲嗌就係冇夾實，因為嗌唔會講嘢嚟晒咧冇人啲啊！啲你咁騙人啊，你嗱啱命咧一上咧嗌粒出嚟咧，你冇驚少啲啊！你聽到嘛幫白人啊啲説得含而帶得學啊！以後聽我香港威講啊！啲你咁做咁當啊，喐咪唔好驚啊！啲你咁嗱啱命啊騙人啊，你啲你遲早嗌搬粒一上出去啊！但邊二粒嗌埋先，嗌門嘢提面山，現嘢提班係提面山。你講啱苗效用，你講嗌埋先。係啊，二粒嗌上，二粒嗌埋，你講嗌埋，嗌要埋後邊嘢講。係啊，嗌要後邊嘢講，你先粒嗌上係冇嗱。你粒嗌上到埋先嗱，嗌門嘢啊，先係啦。你兩姊妹差不多前粒嗌上前講嗌埋。啊！你冇得到，你粒要人看家看中啊！你嗱兩班上你兩姊妹啊！你夾人家講你騙花姐，你嗱啱命看家人家未看你話你為乜啊？啊！啱生了哦，你扯皮皮啊！花姐基本藝啊！啊！花姐基本藝啊！你含人道你唔使嗌求別啊！花姐基本藝一生啊！啊！你更多東西你破壞藝啊！你啲啊！我信要面咯，我唔識講一唔中啊，係我講你衰啊，你騙人啊，女啊照計啲，我啊啲一咪有一支幣空啊啲，一啊會定啊日超出嚟講啊，你啊呢都叫我一定係乜嘢啊，你啊我信要啊，我都冇講嘢啊，你啊先用長用去漂樣講過啊，你啊唱我係講嘢啊，我戰爭講啊冇騙嘢，我日超出嚟講啊，我可以啊，因為你做錯嘢我做失誤啊，你做錯嘢我做錯嘢啊。我冇生啦對你啊！你係我講呢兩姊妹咧，一支幣空我白空啊，日超出嚟講啊，很可以啊！你聽人何啦？因為當咪咧，你做錯越話，我做錯二話，你識唔嗌錯越話？呢啲啊，你錯越嗌識唔啊？我看下背後，我睇邊頁筆嚟啊？唔見得起啊！我簽埋你先啦，啊！你話我被唔中意啊喐埋，哼！你唔係本人講嘢啦，唔係本人細嘢啦。你當初騙人嚟女之前啦，你係上清上楚啊，上清清楚楚啊！你東西你按當然唔認人家當嗌啊！你跟當然唔認人家當嗌，哇嚇講嗌啊講啊，硬樣啊！啊！嗌就你不卡錯嘅嘢啦，嗌咗咪後邊嘢講啊！啱描下兩年木卡錯嘅嘢啦，要咪後邊嘢講，呢兩姊妹啊咧都撈吉普通話樣啊，呢兩姊妹啊你欠夾喐妹啊，即係頂完普通話，夾你講啦，楊斌慶，你咪幫佢講你冇講嗌，係冇嗱你冇嗱啱樣去騙人嚟女，第一第二你冇破壞嗌先，你冚家人道你破壞嗌啊，
你含个人道你生爱看我白啦，你讲配名字你先配爱先啦，太小姐，你要咩要爱咩要哈，爱隔你冇生成嘢你漂肥爱讲爱拔抗咧，扮平爱條血又盡咧話，你阿媽晒講係啦，星期喐咪講係話，你夾花姐講啊，你一生記超嚟呃你啊，你講嗌啊，夾生記超嚟呃你啊，你話花姐係話講本金又下兩圍響啊，本金圍響，加啲你3月9大威了，又係話花姐，嘿嘿嘿，加啲3月9大威啊，你話你係唔係啊？台灣嘅計政府啊？你安強？你台灣嘅政府係咪？台灣嘅政府係你啊？哇！就算台灣嘅政府啊，你都講台灣嘅政府計你啊，你咪講香港人啊？其實9大威，其實9大威啦，都冇到你講啊！你台灣政府啦，你講一台灣啊，你講到香港度咪啦？你講到咪問你啊？其實9大威，其實9大威關你在事啊？你安強嚇，你發在面前，你都唔可以講嚇。瞄下兩細你3月9大威嗬。過嚟咧，我同你講朋友㗎。過嚟咧，佢講咪有cái他咪有呢個咪花姐，很少咪人多嗬，我經常係冇上到去，上到去跟你講。佢騙你錢多啲啦，聽嘅啲啦，佢因為聽人田人騙花姐女啊。佢騙價講價10條啊，你啲下記到價10條啊，花姐基本上聽你啲，因為花姐就攞落了，當咪以為堅係咪記女啊，佢咪晒㗎，佢頭女咧，佢要夾花姐講啊，要求花姐記啊，佢根本佢都係騙嘅女啊，你啲朋友家，佢可能花姐女安樂啊，你啲，佢跌撞，佢要乜嘅要求花姐，要講咪晒㗎，佢頭女要講3去記人用啊，佢叫識騙花姐女啊，對齊嘅羅梅嘅姐啊，你啲，佢講咪晒求佢記啊。對才記起個羅梅個仔啊，個高得嚟嘅你啊，你啲啊喐梅啊，我先用上啊，佢下去抽人記啊，你喐梅要你冇你跟人家又看到啲啊，嘢用你要你啊，穿完飛咯，你頭啊你唔係抽花仔記咯，抽花仔記下還冇大件，喐講搭記啊，到頭嚟喐冇辦啊，你要咪知敗女嘅問你要你係用咩經驗咩？係要你人家含你記你都能送你基本嘅冇都冇啊。你冇抽你日人記抽個日人記啊！抽連人記我下家還冇大件咧，佢連家咧都係麻花姐去記啊！你係調嘅咩啊？你咧轉裝調嘢咩啊？喐埋調時嘢咩冇辦女啊！其實到家花姐恩牙人事實唔咩啊？花姐講見得到自己做朋友啊，朋友間都冇所謂啊！花姐講啊。佢都冇所謂啊，自己做朋友啊，冇上到佢咧用姜記啊，熱戀國戀啊，過嚟花姐看落見看佢唔對啊，花姐講啊，花姐夾嗌講緊，叫下外嗌見看佢見看唔對佢講啊，當咪為見你湊嗌見咯，叫夾嗌做朋友當咪為見，你一又湊嗌記，家又湊嗌記講啊，下嘅田法熱來到湊記咧，叫花姐你當咪唔係太啱田法了，花姐。你當咪唔係談下田飯了，我講花姐當咪以為唔係談嘅田飯啊？我問花姐㗎，係咧，我花姐喐咪講佢大田，你唔係談當咪嗱？花姐講下咪見乜拎大田咧，佢都講埋晒臭記女，你問我係記冇佢講啊？我都到兩班人記，你問我兩班人記佢講啊？人記女又難，唔係人記又難佢講啊？唔係談了佢講啊？原來樣，原來花姐唔係談一田飯，因為你點臭記女啊？掉嘢咩啊？喐咪。條嘢咩啊？喐咪呢花姐講呀，呢花姐講嘢啊，你啲啊，談好，花姐，你當咪唔係談下田飯了，花姐，你當咪唔係談下田飯了，我溜完一聲，我溜熱烈唔夠下溜假烈啊，朋友，有時你未啲嘅田飯咁咪成骨。佢為上骨生啊，為用去那啲為談5千啊，呢加緊，我田飯過田飯溜熱烈個溜起啊，你談好啦，喐埋，你按多年5年講啊，你啲嗌係咪嗌些係貴啊？你啲啊，嗌啲係貴啊，你講你啲都貴啊，你談好啊，喐埋，你兩字咪談好啊。
你娘啊伢到鬼啊，我講河北先炒竹筍啊，啲啊我冇講啊，我買河北，我買竹筍啦，炒利鉗河北先，炒肉梅河北先，我冇樣講啊，我人家我朋友問我啊，叫苗下兩二煲頭買菜，我講係啊，叫苗下兩二煲頭買菜買菜嘅問我啊，我講係買竹筍啊，叫你竹筍炒買嘅問我都自己搞笑，我炒河北先嘛，你兩姊妹啊，你都解讀西啊，啊，你話到你安真下。小愛啊，小愛康啊，樣下啊，叫人家說康不你燙啊，兩個粒人來康不你兩姊妹燙啊，叫人家康了啊，你啲人喐嘛你燙好好，你撩康了即你見下得你做係撩落康了，你啊愛乜你啲你唔是乜愛啊，中煙提中煙啲噶，啱煙咪煙啊，你冇乜愛冇乜你啊，你燙好好偏出嘛，台灣嘅台面山啊，張小煙林槍下。啲啊，台灣嘅台面山、張小燕、林青霞、林鳳嬌，哇！台面山咯，你看佢唱歌，咪揸定，你看啊，猛啲原來騙出啊，騙花在香港啊，仔女啊，啊，台灣人啊，啲騙香港啊，仔女啊，你啲啊，你我們有啥？你看啊，香港嘅新聞啊，要報台灣嘅新聞啊冇啊，你騙出你很有苦啊，我跟你講啊。我去香港政府告你很有苦啊！香港嘅新聞啊都唔識報台灣嘅新聞啊，談好好啊你啊！你啊，香港報新聞啊都係唔識報你台灣嘅新聞啊，除非戰爭係大件事哦，人家講世界末日啊先會報道啊，係按樣嘅描寫小小嘅新聞啦，香港啊咧唔識報台灣新聞啊，到埋咧啊你就想啊話，加上你台灣啊咧你騙香港啊，即係咧你慢慢想了。呀，台面山，呀，你香港台灣人啊，咧騙香港啊，仔女啊咧，你慢慢想啊，你兩姊妹啊，呀，唔知少咧，潘面皮，鬼馬頭，我要錢嘛，你冇錢嘛，我啊，普通嘛，啊，你粒我上到埋，我叫乜嘢，啊，我乜嘢啊，嘅證據啊，你拿出來啊。你講不認堂啊，你先學粒人嚟罵我啊！如果你冇證據啦，你兩姊妹啦，愛縮證啊，聽出啦？縮證啊，係咪點啊？啲啊，點啊？你兩姊妹在啊，唔可以講我啊，我冇學俾你講啊，因為我講你啦，你埋我面上騙你嚟女啊，你講廢我啊，你冚家人道亂破廢我啊，啲啊普通嘛，台灣嘅鬼嘛，賣鵝八，賣豬肉做普通啊。你台灣做普通啊，普通嘛？人班係來香港簽藝啊，人強嘅嚇，台灣來香港簽出嚟，你咪可以特別啲嚟簽藝啊？點知嘛？本人家講要普通嘛，應咁嚟簽藝嚇，普通嘛係普通嘛，貴嘛普通嘛，台灣賣我白普通嘛。